大家安，大家安安。我先调一下 BGM。哦，我的天哪！刚补完入围直播档，谢谢谢谢。我其实今天早上原本也想去补档，因为我昨天，哎呦，我好多话想跟你们讲啊！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讲。但是先浓缩一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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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哭，我还没有哭。你们现在说左边这个是谁啦？什么猪猪老公，老公的老公啊？你才老公，你全家老公啊！牛妈，牛妈你走开，牛妈，牛妈你走开！你们不要让我在电脑前像白痴一样，好不好？哎呦，你们先说那个猪猪老公的入围事项，准备入籍我家，我才不要！是谁啦？我昨天已经哭完了，我今天不会哭啦。我昨天哭完了啦。我只是很累，在打哈欠啊。早上重训甩那什么战神很累，你知道甩战神很累吗？快死掉了，人没了。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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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干，谢谢谢谢。我昨天哭完了，我今天不会哭了，我今天不会哭啊。哦，等一下，干，等一下，好烦哦。我刚刚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没有要哭了。说，我刚刚原本想说今天笑笑啊，算了，哭一哭。开始语无伦次。哎呦，我原本想说这一次可能就是很平淡的可以跟大家聊聊，但是好像还是平淡不起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我还没有一一跟你们讲安安，因为我现在那个看不太到谁来了。我看不太到谁来了，等一下。谢谢你们，谢谢。我记得我
去年第一届的时候入围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哭得跟白痴一样。那一次比较白痴啊，那一次比今天白痴。那一次我是白痴到我手一直在颤抖，然后各种胸闷吧，那个是情绪激动，然后开心感动的各种综合体这样。对，谁打电话来啦？你现在打电话来给我干嘛？不要啦，感觉是什么银行什么借贷什么工商融资，不需要啦。然后，我只是眼睛流口水而已啦，谢谢大家哈。然后去年就是开台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是下午1点半，我那天很像有突然很像是也因为重训还是早上在干嘛，我也忘记了。对，反正就是原本12点表定开台，但是我那天就移到1点半嘛，然后反正开台的前1分钟，然后就看到我们家面线有丢反正就是有入围第一届的年度女 B 的那张图。对，我开始哭成白痴，哭到不会配信，不会开台。有啦，我1年之后比较进步了，我知道怎么开台了。我1年之后比较进步了，谢谢你们啊！好，我还是要读一下聊天室，我怕给你眼睛的口水擦一下，谢谢牙总，谢谢。好，我看到你们了，上次好像开台前嘛，对。然后 Seven 谢谢，眼泪是猪猪。今天一拉下卫生纸吗？有，我旁边有。你们先承认一下，左边这是谁啦？然后长官干嘛偷偷加高阶啊？你们家夫人真的可以吗？我11月9号看到那个跛脚的长官。哦，谢谢你们，谢谢哦，谢谢啊！失去阅读能力啊！如果是你会相信吗？我会，我像你们每个人跟我讲说是你们，我都会相信。哎呦，抓不到啦，抓不到，谢谢你们，不好意思，就是现在可能还没有跟大家打到招呼哈。啊，我先冷静一下。好，首先是他娃安安，然后8月先生安安，玲玲学长安安，公孙呱呱安安，雅晨安安，朱波安安，月神安安，汉鼎安安，Leo 安安，然后乌桑安安，浩浩老师安安，谢谢，吉米安安，财鼠安安，乌桑的那个彩虹猪猪，谢谢，小天安安，头舞纵死嘛。谢谢你们，谢谢星辰安安，马秋颖安安 ，ZHE 刚补完，我昨天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的聊天室刷太快，我其实也根本不晓得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客厅，我想仔细看大家的留言，可是昨天很好笑的是，就是我们家的电视的网络比较慢，所以昨天的状况超好笑的，就是我拿着手机。我会先看到入围名单的公布，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家的那个电视，大型电视65寸的哦，还没有跑到那里，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妈一直看着我拿着手机很紧张，然后她盯着电视，觉得说奇怪，电视不就有吗？为什么我要看手机这么紧张？因为我的手机比我的电视快了1分钟，你知道吗？光是那1分钟，那个入围名单亮出来多可怕，你知道吗？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去补那个整场，我这2天有空的话，对，谢谢丁爷，祝你新婚快乐，谢谢，悲伤之梦已拉赛，红卫已拉赛，谢谢你们，谢谢，然后牛妈你走开，谢谢牛妈，看到牛妈就就这样一拉赛，然后再哭一次可以吗？我不知道哭几次了，还是悲伤之梦，谢谢，然后。最佳女秘、最佳原创、最佳实力，然后我真的我真的始料未及，我天哪！
缺德的三哥伊拉塞，谢谢你们，莫天莫伊拉塞，然后有 Saber 卡丘影，谢谢你们，好，然后好月神，然后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念到的，Yumin 啊，Miu 对不起，Miu，然后连打自己脸试试看不上，我今天早上已经反复捏我自己的脸了，可以先哭完吗？好，大熊伊拉塞，谢谢你，谢谢黑夜神月水灵宝贝，水灵宝贝，谢谢你的剪辑，谢谢宝贝，谢谢你，谢谢宝贝跟牛妈，我的天哪，谢谢，少龙，你家 WiFi 不给力，改升网速，然后汤姆先生伊拉塞，昨天靠着电池看。主播因为家里停电，一直在讲こんにちは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追生者伊拉塞，好，谢谢，应该都打到招呼了齁。好，我先喝一口水，谢谢，语无伦次，就只能谢谢，除了谢谢还是谢谢。好，谢谢汤姆先生，就杂谈哈。台语推广，台语原创局，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啊！对，我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那个等一下按错，我们那个 B stage 现在也是那个最后一个礼拜，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购票起来。然后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推广的。还有就是今天11月1号，我们迎来了 Wearful Online 的上线的这一天。对 ，Wearful Online 上线，我今天表定原本是Wearful Online 可能要再登录进去，对，但是因为我昨天真的太激动了，所以我今天稍微先回转一下，先跟大家聊聊天，对，然后 Wearful Online 可能等到我们下周，或是等我演唱会结束，我再好好的玩上一轮，对，好，然后。我先把 B stage 的这个置顶上去而且我这两天有在帮我姐妹买票，因为她们也想看嘛，就是我北部的姐妹，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一个账号只能买2张我还在问米娜说，米娜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定好，还是什么没有认证？为什么我只能买2张？然后米娜就很淡定跟我讲说，就真的只能买2张啊，上面有写呢。我说对不起。然后小七，谢谢工作谢谢小天，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恩贵先生，谢谢你，马克先生，谢谢你们。而且你们庆祝猪猪入围的方式真的也是高阶加下去，然后这个左边的那个。什么猪猪老公你们要不要这么风雅？小启，谢谢你，很早就有预感猪猪会入围吗？我的天哪，你也是评审之一吗？小启，我们谢谢可爱的小启，谢谢你，谢谢，也很感谢小启在去年邀请的秋天的算是我们歌会的接力后，真的很谢谢。就是入围之后再继续开，对。记得每个账号一张只能2张，我不知道，我就没有抢票，所以我昨天帮我姐妹买，然后我还很紧张说，为什么我只能买2张？就连就是自己是那个台上表演的那个其中一个成员，居然还不晓得这个潜规则，然后所以米娜就很无言，我就不好意思，好老一堆高阶，谢谢你们啦。我现在不晓得怎么整合我的词汇，我应该怎么去叙述我的感谢？因为讲到谢谢你们愿意加我的高阶会员，特别是在昨天，那个是什么奖？那个是什么创新应用？是不是？我的高阶一开始只是觉得说我想迎合我的兴趣，然后做一些甜点或料理式的回馈，然后之后没想到
你们每个月都在惹我生气，然后我才去想一些奇奇怪怪的料理，然后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就是我自己研发的那些非常台湾味、非常本土的东西，居然获得大家的肯定之外，我们家的高阶不晓得为什么越来越多，变成了团扇。磊林学长，你好意思讲？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双赢就是我没想到说这些东西可以变成其中一个奖项的推力跟主力嘛。我常常觉得说任何的活动啊，然后做的任何事情，以及大家辛苦赚的那些钱，我可不可以把它具现化成说让大家看到这个频道的其中一个推手？除了大家愿意每个月黏在这边成为高阶尊爵不凡的高阶之外，你们赞助的这些支持猪猪频道继续，除此之外，居然我们相爱相杀，就是居然有办法真的是把这些高阶的回馈变成了一种推广本土艺术文化的一个推手。对，这个是我始料未及，也没想到说可以以这个奖项入围。所以我昨天看到第一个奖项的时候，我傻眼。然后Taco，谢谢 Taco 哦，谢谢。而且因为我看到 Taco 都觉得 Taco 超可爱的，因为我每次只要 po 我高阶会员的回馈， Taco 一定会在下面留言Taco 一定会很热情的在下面留言。对啊，就会觉得说谢谢你们喜欢我可能创作的这些非常本土、非常台式，以及我跟会员相爱相杀的这些 idea 吧。对西西到评审觉得很猛我也没想到居然有办法就是用这个形式去参赛，因为也刚好今年度有多了这一项奖项可以报，所以我一开始也在迟疑说，我不晓得我这样的一个形式能不能报这一类的奖项，因为很多都是我自创的东西，我跟观众相爱相杀的点子。对，所以有一部分是跟异业结合啦，例如说跟丁野的烧肉店家嘛，还有爱阳甜点工作室，然后讲几句话好，妈妈也要来各位大家好，大家安安，谢谢各位支持猪猪，我们昨天超感动，昨天真的，昨天在客厅，我想说奇怪，他怎么知道有一个紫色头发？对，因为我妈她就很淡定的看着电视，然后我一直盯着手机，因为那个1分钟的时差，你对多可怕吗？然后我就说他说紫色头发，原来他已经知道了。对，我已经知道，然后又不能破我妈梗，所以我知道我入围的时候我就但是我没有，我就是握拳，但是不能破梗，因为我妈想说看电视就是让她不要破梗，对，但是我在前1分钟就在手机收到讯息，又入了，第3次什么还有1次，我跟你讲各位一路陪猪猪，我真的很感谢各位，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有今天的猪猪。对，那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所有，无论是我们高阶会员，还是我们的朋友，都一样，都是我们的好粉丝。那就是今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猪猪，这样子好不好？他们敢说不好吗？你都已经撂话了，没有撂话，他们很愿意，我知道他们很愿意，对不对？没有你在这边，他们不敢讲不。安妮你有压力对不对？不会啦，我们继续玩下去好不好？有继续玩下去，有继续惹我生气就有的继续，就有的继续，我们发挥我们的创意。我们粉丝里面真的有很多人才，对，就是真的很多人才猪猪今天才自己的工作室，他自己可以有这样的成就，也要感谢各位的帮忙。我妈都知道你们很有才呢。对，真的，我知道你们真的都很有才，你们都会。是谁啊？
然后就是里面有各种人才，会提各种意见，然后也感谢这一次就是作词作曲的老师们。老师还没来耶，老师还没来哦，老师不知哦，没啦，老师怎样有入围啊？不是老公，不是老公，老师，我操嘛，老师是有人气耶，贵妃娘娘不是，老师今仔日咧公司无用，公司无用，公司无用啦，没要紧啦，老师怎样的好啊，但是还是要感谢老师他们。好几位老师，他们真的非常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对对对，然后一举就拿下了这些奖项，还没拿下，我只是入围。我跟你讲，入围就是代表有机会，有机会。但是我跟你讲，因为猪也是很担心说。我入围这么多项，到时候我不得奖，那不就很丢脸了？反正就是我走一步算一步。对了，入围就是肯定，所以没关系，就是肯定。好，那我要出去忙了。你先去表演，我先去表演。我还是最后一次要谢谢各位，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啊！我怎么没看到广义上？硬是硬是这边是包烧麦啊，包烧麦你还记得广义吗？广义吗？广义包烧麦，天还有好多，有啦，大家都很支持，雅晨，对雅晨是，好，好，你们继续。好 ，OK， 那我继续跟他们聊。外找，快点出来！演唱会的时候我外找啊！你小心，等一下，你小心他们会去骚扰你，不准骚扰我妈。我跟你讲，我会戴个口罩，然后戴个帽子，然后穿一件风衣外套。我觉得我妈蛮下趴的，我觉得你们应该认得出来，那个感觉那个最年轻的大姐。好啦，你先去忙。好，我先去忙啊，拜拜。好啦，拜拜。谢谢，真的呢，昨天你知道那个1分钟的差距多可怕吗？我在手机紧张的要死，但是我又不能跟我妈破梗，然后我妈就是一直盯着那个电视机，那个1分钟的时差多讨厌对，我妈应该会蛮心眼的，不准骚扰她，但是我觉得她会去骚扰你们。我该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找岳母大会，有时候讲人觉得很矛盾。一个是我的主推，另一个就是猪猪，不要像没关系啦，入围就是肯定了。对，而且我刚刚讲到哪里，我眼泪完全被收回去了。1分钟时长可怕，好不好？真的。而且我刚刚讲到一半啦，高阶。武谦老师，我们的原创曲武谦老师出现了。我们谢谢我们这次非常厉害的作词老师武谦老师。昨天在入围的就是第一时间，我快点就是在我们这次卡甲的群组，有就是通知各位老师说，谢谢你们，我们入围了，就不管有没有得奖，对，反正就是谢谢，就是这一次有共同努力，然后至少有入围的这个纪念。但基本上，武谦老师来了，对，我是尤简，谢谢你，好，谢谢老师有听到了，好，谢谢让猪猪有这样的可以入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好，我这次真的要，好，妈妈比我还更多话想讲，对，好，然后我讲到哪里了？等一下，对，然后就是昨天有第一时间快点跟就是我们的卡甲的制作团队，对，然后总之就是。彼此恭喜啦，然后也谢谢就是可以遇到这么好的团队们，因为这个缘分其实就从草草那边开始牵起，然后算是草草引荐了大波老师，对，所以就是一切真的神团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对，然后基本上很多的老师也都是大波老师算是牵线过来的，连武谦老师也是，我们的武谦大仙老师，对，所以就是反正我昨天。公布入围的时候各种忙碌啦，对，就是除了自己感动之外，然后又想看聊天室的大家刷了什么，但是因为那个聊天室跑得太快，然后我又没有时间，因为用手机其实真的还蛮难自己去看的，所以我可能这2天或许待会关台，或许这2天就是有空的时候，我再好好的把昨天
然后可能入围的那个当下大家刷了些什么，然后再一字一句的看清楚。笑死伊拉塞，你解释怎么才感觉在说传销？因为我在忍住我的眼泪，不行吗？然后柚子伊拉塞，柚子，你跟阿月饼的照片，你跟阿月饼的照片，谢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FFK 的那个照片，两位帅哥的照片也放在企划书里面。问宝宝为啥？不行，没有这种东西，遗传可以吗？弄起一团呐，好不好？对，然后猪猪要哭又笑，对，可以不要把我搞得这么像精神分裂吗？我现在真的好像精神分裂。好啦，也谢谢今天有来一起玩的 V 鹏鹏，刚刚看到 Taco 以及小启，如果刚刚有我没看到的，请提醒我一下，谢谢。对，玲玲学长你逃不过了，我决定下个礼拜或者是我演唱会结束之后，我要一一来公开这些入围奖项的企划书。我已经很久没有激动到胸闷了，因为我自从去重训之后已经很少胸闷了。对，能成为入围的一部分也值得啦，值得。而且高阶的部分，我昨天为什么会这么该怎么讲？这么多人被迫露出嘛？我真的很抱歉，但是对你们的露出让我们的企划书非常的加分，我觉得一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一定要把你们露出。好，我喝一口水了，然后我再继续讲我昨天看到第一个奖项当下的心情。对，好，对，刚刚讲到高阶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这个高阶除了每个月的3200或3800之外，我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的话，可以往哪一边继续努力看看的话，对，然后没想到观众其实基本上跟我默契很好，所以表面上其实是在惹我生气，但其实他们也在一直帮我想点子，就是说一些本土的文创结合一些可能可以开发的这些料理，对，然后我也没在怕的，我说好 OK， 你们敢玩我就敢做，对。真的到不了人家考试吗？没有关系，柚子没有关系，就是你们在 FFK 的协助已经算是帮了我很大的忙了，好不好？小胖一拉下来，这肯定是第一个让猪猪因为不只是猪猪，对，在哭是小猪嘛？好，我本来就是小猪，对，所以这一些创造出来的价值，原来只是想要说让大家相爱相杀，尝一下就是比较冲突感的料理，然后拍影片，可能就是冲订阅数或者冲观看数，因为毕竟有一些料理真的还蛮冲突的巧克力猪脚啊，什么一江曲啊，牛妈什么一江曲，我突然想不起来，什么咖喱，然后什么国粹真奶狮子头啊，这些在视觉上很冲击的东西，不得不说给YT 推广告真的是加分不少，而且是花了少少的钱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推广效益对，所以已经变成说这个高阶回馈，变成说整个频道的价值慢慢的在因为这个回馈而提升，那是因为我们相爱相杀的产物，这个对我而言真的就是双赢然后昨天在入围的那一刻，我发现天哪，原来真的有办法，原来真的这个方向没有错。原来就是跟大家一起的心血被评审看到了，对，你都在孤悬的外面吗？相爱相杀吃瓜酱，我等你哪一天就是事业有成了，3800加不怕柚子。凹口到身为发想人也想，牛妈什么一江曲什么，而且牛妈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等一下要跟你讲。我等一下一定要跟你跟水玲讲，就是好，然后反正太多下趴的东西了。然后昨天创新应用奖他们是慢慢公布的嘛，直到后面可能就放飞自我了，全部一张贴出来。但是在第一个奖项是慢慢的从左边移动到右边嘛。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心情还蛮淡定，觉得说因为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多公司会去竞争，那我可能只是算是把我们
这1年来相爱相杀的一些该怎么讲，可能可以作为 IP 推广的这些食文化或者是食文创，这真的已经创意了，食文创，然后配合就是可能这一年有食物上的异业结盟的东西，或者是运气也很好，就是迎来了就是霹雳布袋戏跟可乐果的联名，然后我们也获得了就是可乐果爸爸赞助的可乐果可以做成可乐果猪脚，诸如此类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寄出去参赛，我觉得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就是觉得可以跟我这些面线高阶会员一起努力的这个里程碑吧。好 ，OK， 笑死哇！你们的对我知道这次的东北部比较严重，或者东部辛苦了哈。马克先生列为此生必吃菜单吗？谢谢马克先生。Maxi 拉塞口文主持临时换环境，太紧张吧？没关系啊，因为主持人真的也很辛苦，也真的很谢谢凯文愿意筹备第2届，因为筹备这个奖项真的很辛苦，所以看职棒日本，然后看金明奖，感动到哭出来，真的吗？亚琛，谢谢。阿医师，你刚被我妈妈点名，我妈妈说广义呢，我说她在包烧麦，她在包烧麦，食物和食物上是没有错，柚子就像，所以我是觉得说，反正我之后把企划书全部亮出来，你们就知道就是评审到底看了些什么。对我而言，这真的是就像柚子打的食物跟食物的结合，而且是很成功的被评审看到了，然后。昨天的入围名单移到左边数来第2位，居然是我的时候，我傻眼。对，因为我就觉得天哪，就觉得说居然有机会被肯定这样子的一个很乱来的食文创，但是说乱来又不乱来，因为我们每一次都用得很下趴哦，烧麦晚上才开始包嘛，辛苦了。然后一直到全部的。创新应用奖的入围者公布之后，我发现天哪，怎么只有我一个个人是？我才突然意识到说，天哪，我是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做了企业是会做的事情了？我们是不是一起努力了？企业是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了。对，因为我常常会觉得一个人忙不过来，怎么办？但是原来这个方向是对的，对，会觉得说很有力量，觉得说，我管他有没有得奖，我就是一个个人是贴在那边，我真的觉得说够了，原来我这个方向没有错，原来这些东西对于频道是真的是加分的，然后大家的钱没有白费，对，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不要看我，很帅的，不用担心柚子。什么时候开始宅配？然后阿广什么时候开始宅配？我也要吃一下兔兔，没有吃兔兔，啪啪秀伊拉塞。就是我期望很强，这个食物加食物，就算不是 V 也能玩得起来，但主角的创意只有你做起来吗？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有朋友在开糕饼店的嘛，他们也是说，猪猪你怎么这么多出逃？有些是他们师傅想不到的出逃呢。我说我们才要我这么多出逃。就是我常常跟他们笑说，我也没像你们师傅有办法，就是这么厉害，有办法做糕点啊。我说我这个也只是半路出家，但是他直接点我说你的创意，这些师傅有些人是想不到的。然后我才觉得说，哇，原来这个创意真的是蛮值钱的，含金量蛮高的。对，真的是唯一一个个人是，所以我贴在那边的时候，我整个心情是很激动的。所以那一张我整个就是默默的流泪出来，我觉得。我跟高阶的奋斗，我跟高阶的相爱相杀，大家每个月花在这边的赞助，花在这边的钱没有白费。对，这种内容就你做得到，超猛！谢谢浩浩老师，别怕，我们有很多兔兔可以上，没有吃兔兔哦，猪猪真的很猛，谢谢啊，谢谢。我觉得是因为你们信任猪猪，对，因为你们愿意每个月砸那些3200、3800，其实我知道，对，有些高阶其实并不是小数字。你们必须省吃俭用去把这些钱省下来，还是继续黏在猪猪这边的高阶？所以我才每个月在跟你们讲说，你们不管加几个月都好，1个月也好，就是每个月希望都可以让你们觉得尊爵不凡。然后即使你们这个月加完了，也不需要跟我报备为什么，不需要为什么，那些钱本来就是你们的，不需要跟我报备。
虽然说你们每个月就是突然推掉了，还是会跟我报备，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跟小孩报备吗？啊，爸爸这个月手头比较紧哦，拍谁啦？零用钱比较不够啊，那个下个月或者那个半年后加回来了吼。你们是跟小孩子报备吗？每个都报备，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要降级或者是要抽离，可能降到什么一般的那个算是一阶会员什么之类的，也都会报备哦。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们不用跟我报备，没有关系，没有压力这么大啦，好好过生活哦。什么兔兔专用哦，大家都大了。阿英师你也是啊，谢谢大佬让我猪猪看。学长别这么说，啪啪熊总裁你们吼，要感谢学长迫害猪猪，就会这么觉得。玲玲学长，你给我出来领这个感谢。而且重点是我们家不管是玲玲学长还是大佬们，真的很敢玩，就是他们没有在给你就是真正爱来输你啊，没在惊的啦。就是今天我跟你讲说我要做辣椒饼干，来呀、修酥呀，谁怕谁？说好我做哦，老干妈哦，好好吃啊，真的吃哦。我说猪脚巧克力要气死我，这个月猪脚加巧克力好好吃啊 ，OK 来呀、没在怕的、我尬吃啦。然后就是让我大佬看，别这么说，可是我们都已经夫妻了，都已经共同财产，我觉得报备的不是他娃，你快醒，你快醒，你快醒！这个5300是你哈，左边这个5300是你，对不对，他娃？真的不是跟家长报备烧经费哦，其实在跟家长报备是吗？我是你们的母上是吗？谢谢到了不是李玲学长，这一切的相爱相杀，我真的谢谢你哦。对，然后学长他真的我尬吃就是整个完完全全每次都是原汁原味的给你吃，他没有再加任何的配料的，辣就吃，甜也吃，什么都吃。我们谢谢李玲学长，谢谢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真的你们超有尬吃。虽然说还有另外的支线啊，囤积嘛，对，另外的支线我真的玩不过你们。感谢到我猪猪看，别这么说柚子，对，谢谢你们，就是不管是出钱出力的，都对于这个频道非常非常的加分。谢谢到了我猪猪看，别这么说，啪啪熊，别这么说，你也是我们总裁了。猪猪饼干不够辣，我就下不了狠手吼。嘎子白料理真的很好吃，你看，你们都怪怪的。大佬好多，感谢到我这个迪卡波换你才有瓜吃嘛，谢谢。但是这个瓜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希望真的让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谢谢各位大佬，可是谢谢各位高阶，然后即使不是高阶的你们也成就了这个价值，入围了这个创新应用奖，你们真的都要给自己拍手手了，真的谢谢你们。这个价值的创造真的是双赢，就是我只是实现了这些迫害料理，但是这些点子跟这些过程相爱相杀都是你们给我的。我学不会囤积食物，没关系，这个不是个好习惯，别学了。就是猪突猛进，什么猪突猛进啊！我的比格伊拉下来，然后感谢猪让我大佬看嘛，不是，感谢大家让我有牛妈看，谢谢。他们好扯，对他们超扯，他娃你也是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可以出干，对。是没错，好是昌屯，他们很扯，你们都很扯，大家都很扯，好不好？谢谢大佬，肯定精明干练，我精明干练，好不好？这次我们的评审一定是看到我精明干练，感谢各位让我有没有更多精明干练猪猪看，你也不会囤，也学不会囤积，嘎那是假冒，出钱安安没有出钱，没有出钱，你这么骗出钱，嘎那是假你嘎多，评选球队队长再想想啊，我也这么觉得，对，所以。昨天的那个奖项，其实我脑中不断的闪过，就是非常非常的该怎么讲，我就觉得天哪，我们做到了以一个个人是有办法去入围，可能基本上这个是企业是在做的事情了，对。然后我真的是身兼校长撞钟，但是跟大家一起把这个很闹的东西，很闹的回馈，真的推到了金币奖，还真的入围了我觉得这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比3800、3200还要更加的有价值。对，然后所以我要谢谢的是你们愿意把3200跟3800每个月囤在这边，然后现在我的高阶形成了一个团扇。还有除此之外，就是每个月支持的这个频道，然后也支持了猪猪的这些赞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说真的，主播基本上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赞助，每个都一样。对，所以你们愿意用这个高阶的方式，愿意信任猪猪每个月的高阶回馈，愿意把这些钱放在这边，让我们创造更多的价值。
我真的觉得啊，对，就是我昨天真的觉得我们已经创造了比3200、3800还要更大的价值了，谢谢你们，谢谢，对大家的赞助真的没有白费。谢谢猪肉康相爱相杀，同时也谢谢猪猪鸡毛干，我精明干练哦，没有出现，只是不是干辣子酱，干什么把压死的毛剃掉。谢谢牛妈送出一个会籍，谢谢你各位真的好夸张，别这么说，雅总你自己不也是吗？对啊，然后昨天就入围了之后，然后我就快点跟妈妈就是到客厅，想说就是65寸的萤幕，就是低起来比较精彩，然后也比较紧张嘛。对，看自己有没有入围，这大妈超紧张，你知道，大妈昨天那个心情真的超紧张。然后看到一半，我突然发现，我想要看一下那个聊天室大家在讲什么嘛，所以我原本是预计说，我就听着电视的萤幕，然后凯文跟达达在聊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他们公布入围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同步就是开手机，然后看聊天室的大家目前在聊些什么东西，想要及时，就是我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回复一下。然后手机打开，才发现等等，怎么手机已经把下一个入围名单亮出来了，然后电视还没有，我就然后我开始就哇靠，等一下这怎么回事？1分钟的时差，然后1分钟时差我就开始就是狂盯着手机，你知道吗？超紧张。然后我妈就看着我一直看手机，然后她想说奇怪，不是电视就有的看吗？然后我就说没有，我想看一下聊天室大家在讲什么。对，然后因为又不想跟我妈破梗，所以就每一张入围名单出来都要屏息以待，就是看到自己入围了就握拳，对，但是对不能让我妈破梗，对，所以我昨天内伤了4次，你知道吗？就入围，对，然后下一张又入围，然后超内伤，你知道吗？一开始就是感动到哭，然后之后因为太内伤，然后太惊吓了，因为连庄入围嘛，之后是连3庄入围，然后我整个就是内伤到没有办法流眼泪，就然后就惊吓到感动到，就是还不能给我妈破梗，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对，明明就是你刚没佛，没有，跟老师讲，大姐，谢谢大姐，谢谢你们，对夜班的朋友，你们也都辛苦了。什么鸡毛盖啦？我觉得我精明概念被你玩坏了。防弹咖啡拉塞，祝安安恭喜私下宇宙那些花妹，谢谢。可能是不是？他没有开回溯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可能就是待会晚一点忙完或者明后天再来仔细的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以及我当下就是回那个回留言的时间点到底对不对？因为我是听着那个电视的那个声音，但是就是当下就是聊天室其实已经跑比电视快1分钟了，你知道时差多可怕？那该死的时差！里面的那个知然之后才说还有个紫色的，超吓人。昨天可以回收，对，对，昨天是可以回收的啊！天哪，我没想到我久久没有胸闷，居然今天又胸闷了透过重训，原本以为胸闷就已经改善了，但是还是激动到胸闷你们让我喘一下。张力的伊拉下，不是金马跟着李林学长。好啦，谢谢你们啦！而且我觉得我们家高阶就是很可爱，是不止每个月就是把3200、3800放在这边，他们还超前部署，有的就是一次加1年份的，他们45600块对他们而言是460块的币值哈。那个李林学长啊，那个劲爆总裁啊，不劲爆猛总啊哈，一开始卡在中间，一下电视变慢，有可能啦。千里谢谢，威尔谢谢你们，谢谢。所以昨天的第一张入围让我知道说，我们真的创造了就是比高阶会员回馈还要更大的价值。这些东西在评审眼中原来不是一场闹剧，是真的可以被推广的。对，超前部署你好意思讲林林学长林学长45600块嘛，对不对对你而言是458块不456块嘛，对不对？3块才400块男人是不是？我们林林学长，然后不好别说了，你这个上上下下亲卫队是不是？阿医师也是啊，是不是跟他娃一样都给我偷偷加萌新？
红心上上下下的嘛，阿义师大佬毕竟真的无法理解，雅晨你自己也是哈，你也是哦，绿界大佬哈，对，然后好，然后之后哦，总之昨天的第一个奖项入围之后虽然说很感动，但也很紧张，因为我之后投的那些不知道有没有入围啊，然后加上电视跟手机又该死的1分钟时差，所以当下实在是很难感动落泪。当下只是一直看着那个手机的那个图，想说已经有图了，但电视还没图啊。すごいでかい，ありがとう，谢谢你过来。可是猪猪就知道掐过一次而已，所以大佬也不知道啊。好啦，我们家大佬都很谦虚哈。对，大家都用100元当对，我们万元不晓得为什么在他们眼里是100元的这个单位。然后我记得第2次看到自己入围是哪个奖项？等一下，是很像是原创曲，很像是在比较后面，所以第3个知道自己入围的奖项是女 B 奖不，第2个知道自己入围的奖项是女 B 奖吧，很像是。然后女 B 奖之后才是原创曲，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连3桩，而且都是最后才公布的这3个，多令人紧张，你知道吗？天哪，我现在整个胸闷到好吸不到气，下一次就直接顶级。第2个就是女 B 奖，然后是原创曲跟演唱，对，而且这一次没想到竞争最激烈的居然是演唱实力奖。下次就投男 B 是吗？别这样，我他妈要是有机会入围男 B， 我真的觉得我要被延上了。我4个大拇指啊！谢谢丁爷啦，谢谢谢谢你们，所以就是连3桩，整个就是看着手机，心脏要被吓到停滞了。对，所以昨天就是很惊吓，然后又很感动。然后又快点就是在那个 DC 跟大家回报又入围了就是快点在聊天室先谢谢评审，先惊吓，然后感动一下，然后再快点跳到 DC 惊吓感动一下，然后那个同时有其他的 B 鹏或者是老师们就是算是轮番有私讯感谢，就是 DC 的有，然后Twitter 的有，对，当然还有一些我的好姐妹在文创圈的好姐妹也有。对，所以各方面就是快点，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祝贺之类的。要准备性转了是吗？连4拉4肯定要等一下，这胡庄家这个是麻将吗？我还不会打麻将。雅晨明天就出道报名男迷好哦。这是 Tiki 啦，是Tiki 好而且我看到牛妈，我跟你讲，就是这次我们一整年度可能在猪猪下个礼拜或下礼拜，我们演唱会忙完之后，应该才会把这些全部的企划书开出来。然后牛妈真的是在这一整年度的 DN 或者是一些可能75C 这些字样的一些本土味的这个该怎么讲？本土味的这个美术视觉真的是帮我们频道加了很多分。对，然后除此之外，这一次基本上因为我这一整年度我真的搞了太多本土文创的推广跟宣传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我看一下1、2、3、4，我报了5个奖项嘛。5个奖项真的是干到不行。对，我想说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快点把它整理起来，但是我发现整理起来很可观，那个数量真的可观到夸张。然后有一些照片可能档案太大什么的，然后我们 Google 的那个文件还一度打不开，吓死人！但也好险，这是水灵宝贝的救援。对，反正这就是为什么我这5个奖项整理起来，然后8月底快点交出去，然后以至于9月会疲劳爆发。我觉得真的是因为这次5个企划真的是要准备的东西太可观了。对，然后全部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猪猪快点就是先编辑完，然后再快点丢给牛妈替我润饰。而且牛妈她也超级尊重我的该怎么讲术式风格嘛，她也没有改太多，她就顶多帮我抓错字，然后有一些文字或者是句子文法通不通顺，稍微帮我润一下，然后或者跟水灵宝贝讨论之类的这样。所以我们旁边会有注记说，我们这一句可能怎么样
改会比较通顺，或者是说这个地方要记得加上 logo 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水灵宝贝或者是牛妈都会在旁边算是有标签的一个该怎么讲提醒之类的吗？然后我交出去，我记得我已经把那个标签一一删除才交出去，然后直到我昨天因为入围了4项奖项，我很感动，我再回头去看那4个文件，我发现为什么我觉得我删除掉的那些标签都还没有删除掉，也就是说评审完完全全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也就是说完完全全评审都知道说，就是说我们就我们3个人的对话其实挺可爱的啦，就是我可能都是有点那种啊死啊死啊死之类的，然后水灵是可爱系的那种提醒，然后牛妈就是比较淡定式的回复，然后我就是啊死啊死啊死之类的。我记得我关闭了宝贝，我记得我关闭了牛妈，我真的记得我交出去以前，我全部都已经把那些东西关闭了。然后总之呢，就是证实了，对，评审看光光了。对，这个资料真是有够完整。对，牛妈水灵宝贝很正常，对，牛妈是淡定的，就是非常该怎么，牛妈是然后认真的回复，对，因为他在工作不会讲干话，就感觉就是比较商业派的回复，不会像就是在聊天室就是那种压力很大，然后开始就是土味情话的那种，没有。然后水灵宝贝是那种猪猪，我觉得这里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点哦，这种可爱系的。然后我的回复就是有点像那种大叔，可以耶，啊死牛妈你觉得呢？之类的，就完全不晓得就是这个 B 到底在干嘛，所以从头到尾就是好哦，就我最不正常好不好？对，完蛋了，全部抓出来处刑。什么对了，说到这个汤包哥，你记得去收私讯，因为我们 Wearforce 1对1的那个时间专属时间就有回馈给那个高阶会员，你记得收一下私讯。那如果说那些时间你觉得都配合不来，也不用担心，也不用紧张，我们可以顺延给下一个年资的高阶会员，好不好？汤包哥帮我看一下，如果说你的时间不方便，或者是说1对1对你而言太害羞了，记得跟猪猪讲一下，我要再顺延给下一位总裁了，好不好？谢谢汤包哥，谢谢。所以你会讲奇怪的话？不会，还是说他可能在面对猪猪可能比较少讲干话啦，对，所以就干话的都是我，就在那些文件标签里面讲干话的都是我，不是评审 OS 啊死这样子。对，牛妈某我有打某牛妈，你觉得呢？某之类的，两个认真员工，一个疯疯的老板，一个一个抓出来编。什么私讯吗？就是 DC 的私讯，你确认一下那些时间，看你要不要选择，就是1对1，我们1 by 1的时间。如果汤包哥时间尬不来或者没兴趣也没关系，我们就顺延给下一位总裁，好不好？阿斯图阿斯，羡慕大佬能1对1。没事，因为我跟你们这一群非常尊爵不凡的高阶说一下，我们前9名的大佬，基本上1半以上，因为这个时间太鬼畜，所以他们都说要顺延给我们其他的总裁哦。所以目前呢，这样子看下来，搞不好啦，所有的高阶都有办法轮到哦。对，但是要看前面是不是都被选走，这样。对，不好意思，我提供的时段真的是太鬼畜以至于就是现在就是前9名选完了，还留下了1半。还没有就是被选走，然后等到我们全部高阶轮完之后呢，还有剩下的话，我就会开放贩卖这样子。这样的敬语用好用满，您再看一下行吗？就那种斯文败类的风格，没有错，牛妈很专业。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就早就知道我可能会忘记关掉，是这样吗？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干话。不过什么时候1对1吗？Galaxy 讲可能你要看到，我时间我记得有贴在 DC。但是因为每个高阶选择的时段不一定，而且可能要看到那个时候，如果说这2天有轮到 Galas 讲的话，剩下的时段再看你方不方便，所以你们要看到当下我私讯你们的时候，才知道说剩下的时段有哪一些时段后，所以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后。羡慕大佬，好羡慕，啾啾扫伊拉塞，谢谢你们。对，所以就是。昨天就是感动完、激动完，我还去审核了一下我的
我的计划书才发现好社死哦，评审完全都知道我在讲干话。我就是会在计划书里面回啊死，就是我怎样，就是我。羡慕大佬，嘎啦是这样，搞不好很快就轮到你了吼。每次看到老婆的私讯，都想这谁嘛？经纪人，等一下。对啊，我觉得我在私讯的时候非常的精明干练，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就是女强人的感觉，好不好？嘉诚，我每次私讯你们尊爵不凡的那些讯息，完完全全都是体现我的精明干练，对吧？哦，新秀，谢谢你的到来，谢谢。玲玲学长，你都已经选过了，你到底在羡慕什么？有啊，迪卡对，就是我，就是我，对。然后就是除了谢谢牛妈，就是帮我们设计的DN真的非常的本土味，非常加分。然后还给予我们就是这个频道很多那种土味情话的点子之外啦，还有就是润饰哦，还有抓错字。然后水灵宝贝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就是各方面的剪辑。对，即使到现在每天还是尽可能就是在猪猪可能没有办法开台的时候，尽可能的去出产 shorts 或者是精华，好不好？真的都谢谢。达令伊拉下一恭喜姐，谢谢你们，谢谢。那是大姥姥们呢？哎呦，你叫我们家的总裁跟萌新叫大姥姥哦，那你自己也是大姥姥丫丫啊，丫丫姥姥才能享受的东西，但你不是大佬，你就是大姥姥啊。丫丫姥姥，你不是大姥姥，那谁是大姥姥呢？弄死你！很紧张，超紧张的啊，小炮。然后 Panda 伊拉塞，牛妈水灵，我的超妈，别这么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像不管是我们家的高阶，就是可能有钱就愿意把钱放在这边，让猪猪可以安心的生活跟经营频道跟本土文化推广，以及就是请YT 爸爸帮我们就是广告，把这些本土的东西发展出去嘛，推广出去，又获得了很棒的订阅数跟观看数之类的。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双赢啊，相辅相成。就是你们放在这边的钱真的是完全否我这边做到了很有力度的本土文创推广，真的谢谢。精明概念到底有回事？是不是雅正？我每次都很努力的检查我有没有错字，再 send 出去你们尊爵不凡的讯息呀，是不是？对，靠得住水灵。水灵宝贝，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都用靠得住？我现在都用靠得住。对，水灵我超，别这么说哦，就是就像柚子说的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肝出肝。谢谢你们，就是愿意出肝，好不好？那我们今年的 FFK 如果有抽中的话，那也要麻烦，就可能阿月饼跟柚子继续奉献你们的肝跟时间了。有抽中的话再说。而且完蛋了，我真的忙到我还没有跟东玉大哥问说那个复刻的东西。好忙哦，完蛋了！你看那水灵什么颜色？就是对靠得住的颜色。笑哥出干话，对，出干话没错，谢谢，出干话也可以，好舒压，很舒压，好不好？然后谢谢梦优，谢谢你们，哇，谢谢你们到来这边的祝贺，谢谢。雅晨不止出一张嘴，你出晕眩，还有我们尊爵不凡的高阶，好不好？谢谢雅晨。对耶，周边的调查，我跟他们讲。我觉得周边调查可能来不及了，我直接快点跟东玉大哥问一下复刻的商品有没有来得及在 FFK 收到，好不好？抽中就到吗？谢谢柚子，谢谢谢谢，好胸闷哦。西伊拉塞西先生，为什么你的私讯都会有以便？我即使以编辑让你们看不到我之前哪里错字，没有。爸爸熊没有，你不可以讲出来，不可以讲出来。靠得住可是业界神物嘛？对啊，对于各大机台嘛，靠得住跟绿色的乖乖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对，然后要记起你的意志来搞。李宁学长你搞到蛋嘞。OK 啊，再高阶躺一次哦。我们评审也看到了这个存足机观众的粘着度竟然不错呢，在高阶发9封啊，场内嘎叽的啊，哇塞，不错呢，就那几张照片，完完全全是不是？令出名啊，令我们评审绝对有看到那几张非常本土、非常疯狂的照片。是不是就那几张照片，我相信就是促成了我们这几次的入围，好不好？
我们这4次入围托大家的福，恭喜拉塞。而且我其实可以把大家的照片放进去就尽量放，所以玲玲学长发9封以及大家在高雄唐吉诃德拿着嘎基德亚的那个外景照吼，那个很像是放在哪一个奖项去了，很像就是创新应用奖的样子。学长奖崩，晚些期待。等一下，你为什么要去找烧球帅？这样 P 上去的是烧球吗？啊，如果是的话，我真的谢谢他，好不好？然后，FK 是请心啊，行程爆满了吗？好，等一下，烧球在潜水。好 ，OK， 你们继续相爱相杀，你们继续相爱相杀。就主要是他，那刚回到有人来找你，那个好自为之，学长找你哦，学长找你，至于为什么你自己好自为之哈，这是烧球提供，就是丁港五苗沙，刚有出苗，嘿，今天丁港五苗沙，刚有出苗，我们那张照片，对，一夕之间。里面的面线全都爆红了，尤其是那个躺在高姐的那个发9封的那位，谁提供的？你提供很多，感谢你们的相爱相杀。球是能潜的吗？刚开始讲超狠，对，然后还有就是各方面的，就是其实你们可能发现，就是说你们都会有自发性的，就是安排一些活动啦，然后我都会尽可能的，或者是我这边可能。下个礼拜的演唱会活动之类的，我都尽可能的会去思考说能不能把一些本土的东西塞进去。对，然后也谢谢你各位的配合，你们真的是我的骄傲。对，就我们下个礼拜要迎来演唱会的罐头塔了。这个够本土这个你各位都是我的超，3个巨大的罐头塔要出现在我们演唱会的展场。这真的是有够本土的有够下趴的，你们都是我的超，我真的好期待。请各位务必一定要拍照下来，对，让我们的频道对又多增加了一个里程碑之外，然后清运的过程如果方便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把你们清运的这些照片留下来，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加分的就是大家的，就是我们可能自己造的孽自己带走。所以这些清运的过程，然后可能等待垃圾车什么之类的，这些有办法帮我记下来，尽量记下来。这些在企划书，如果明年还有精力的话，把它放上去，会非常的加分。我们观众素质之好的，好不好？搞不好人家是千九。等一下啊，谢谢汤包哥，谢谢，好，没有问题，塞进去。确定的是下去绝对不能露脸吗？不行，亚成，不行，11月9号我要看看你，让我看看。你看到千球浮上水面的吗？好危险！这种乌鸦来会被煮。趴熊，你们乖，对，你们好，你们感情真好。你那换得很乖好吗？你最好说你很乖，烧鸭可以吃，能不能送花圈好了吗？花圈请准备比较喜气的，因为我们这次的罐头塔就是不是殡葬的那个风格，是喜庆的风格，是喜庆风格，请注意。然后继续潜水，没事不要叫你飞水拜拜，辛苦了。提供一下，回收队背心你们有吗？哇靠！如果有回收队的背心，那个哇，完完全全整个超专业的，有的话就穿啦，没有也没关系啦，就是把那些你们清运的过程拍下来，然后我明年如果还有这种金币奖的话，我会一样贴上去。对，因为这个除了就是罐头塔很下趴很本土之外嘛，然后大家就是清运，然后就是乖宝宝都把垃圾全部自己带走，自己回收。这个一定超加分，观众素质这样啊 ！Vivi， 伊拉山，我们恭迎 Vivi 这次也入围了3大奖项すごい，めちゃくちゃさすが Vivi 奖，Vivi 奖，谢谢你的过来，我们超厉害的 Vivi， 大家跟 Vivi say 个 hello，Vivi 恭喜你。要穿阿嬷送的花花背心，可以，水莲宝贝。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啦，如果说就是不方便，就是没有办法一起等那个回收车也没关系，好不好？就是知道已经有一些面线勇者确定要去等回收车的，然后如果说刚好时间赶不上也没有关系，不勉强。只是你们有谁等回收车，谁切割，谁搬过去的那些过程，我希望我都可以知道。对，我希望我都可以好好的谢谢你们，好不好？回收队背心好像等一下，为什么柚子居然有柚子
你都不成乖，你都很乖。说实话，例如我精明干练什么？我精明干练，你们就不能承认我的精明干练吗？我精明干练，评审都看到了好吗？我精明干练。Vivi 说：“谢谢 Vivi， 你才爆好吗？谢谢 Vivi 特别过来道谢，也要恭喜 Vivi。对 Vivi 昨天应该也很紧张哈，我昨天超紧张。Vivi 你知道吗？我昨天其实在客厅，然后用那个网络收看那个 YouTube， 然后好死不死，那个我们家网络慢了1分钟，所以说基本上我是看着手机，然后我看着那个入围名单已经贴出来了，心脏已经跳出来了，然后我们家电视还没跑到那边，1分钟的时差，这个超紧张。节目概念回说不是，你去工作，你乖。然后等一下我觉不到聊天室的。宫庙背心也可以，套袜可以，如果你们都有的话，或者是那个宫庙的那个帽子，你们如果有的话也是可以啦。神月拉塞，广印老骚鸭是谁？是你芒吉玛伊拉塞，然后嘿杰克是，然后骚鸭就是你挽略不到你的那一位，是精明干练好吗？然后是的 ，Vivi 午安，迪卡午安。为什么你只差草字头圣红？超紧张，昨天在厨房拿着汤匙跳。Vivi 你拿汤匙跳舞，你那时候因为吃晚餐吗？那时候时间是有点晚了齁。我昨天跟我妈在客厅超紧张，你知道吗？然后有1分钟的时差，给你丢咖啡西，心脏整个啵啵跳，要跳出来了。然后妈妈很可爱哦，妈妈认得 Vivi 就是说就是 Vivi 就是3度入围嘛。然后妈妈她就指着说，这个 Vivi 她第3次入围了，她超厉害。我说对，她超正，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厉害的歌士 Vivi 这样子。但是因为妈妈听不懂歌式，对，所以她就听不懂说什么切歌的歌，我说不是唱歌的歌。妈妈超可爱，对，妈妈昨天有认出 Vivi， 也就是3度入围这样子。对，我妈超可爱。可是精美干练是什么？就跟冥王星一样，不是不存在，只是你们不承，你们可以承认，你们可以好好的承认人家精明干练不行吗？然后嘿班七八，谢谢你过来。你是鸭，你骚，你又骚又鸭，原来是这样。煮晚餐吗 ？Oh my god！ 草莓为何？因为那个名失踪，没有失踪，我的精明干练还在我身上，好吗？喜欢唱歌就好。就对啦，就是跟妈妈讲说，跟我一样喜欢唱歌，但是我们通常会叫做歌士，但是我已经跟妈妈就是解释蛮多次了，但是因为对长辈而言，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歌式真的很难记，对，所以也是大概跟 Vivi 的讲法一样，就是好，我们都很喜欢唱歌，我们常常唱歌，就这样子，不是切歌的歌。对 Vivi 的笑声要听，非常经典，我知道 Vivi 的经典笑声，我知道，好不好？就5秒对，精明干练，我觉得我精明干练被你们玩坏了，你们到底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精明干练？喜欢唱歌，然后出了2首原创曲，对，就是这样子介绍，都是歌手嘛，好完美啊！可是我不会称自己为歌手，我觉得歌手那个太专业了。要不要 Vivi 你会称自己为歌手吗？好 Vivi 可能够歌，但是我觉得我不会称自己为歌手，我就对我喜欢唱歌，可是不会称自己为歌手。Vivi 也是吗？就如果称自己为歌手会蛮别扭的啦。对，顶多就说谢谢大家喜欢听我们唱歌，我们就是喜欢唱歌这样子。对，那猪猪还能准备开演唱。好，我下个礼拜有演唱会，欢迎大家购票。而且我真的是非常的菜鸟，我不晓得说一个人只能购2张票。我这2天想说帮北部的姐妹，她们也想去看看猪猪唱歌，然后帮他们买票，他们有3个人，就我只能买2张，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我还真的一个账号只能买2张，我真的超菜鸟。欢迎到迪卡的歌式，别这样哥哥的歌啦，请正治啊。你不会说自己歌式吗？其实我也不太，我会说我自己是哥哥的歌的歌式，但是我也不太会说我自己是唱歌的那个歌式，觉得很别扭，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是请务必证明我们家非常非常多优秀的歌们，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老公的老公们，他们都是我的骄傲。好，请证明我是哥哥的歌式，各种歌都有，好不好？奶狗歌、总公歌、总兽歌、傲娇歌、病娇歌、美人歌，全部都是我的骄傲。找不到另一半，请过来任挑任选，绝对今日马上脱单，相辅相成，难上加难。谢谢大家，谢谢。
不是柚子，你给我好好打字。飞翔之梦，你好好打。吉敏刚念又是什么？B B 应该笑声是吗？我知道 B B 的笑声太经典了，搞不好就那个笑声之经典受评审青睐，你知道吗？一群哥们幕后推手，对，歌手，好，可以，趴熊这个歌手这个可以，好不好？对，这个可以。是8月生日 B B 下午好，没有考虑一起唱歌，感觉歌路很合吗？我觉得我们歌路其实真的算蛮合，但是我们是时差好朋友，因为就我所知 ，B B 比较少开中下舞台，对不对 ？B B 那歌势比歌势还万用，会这么觉得。别人以拉塞，还有动不动就歌，我没有歌，大家。要跟 B B 用台语聊天吗？真的吗 ？B B OK 吗？就讲台语会不会太吃力？对我非常欢迎，对，也非常就是希望啦，有 B 鹏鹏可以跟我用台语聊天，只要就是不觉得勉强的话。Max 哥冷静吗？对 B B 一个早上起床，一个早上才睡，那种真的假的？你若是无去向咱斗阵用台语开讲嘛是会使哦 B B。这建议用台语交流的先下去会中风，你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也是从无到有，好不好？台语超棒吗？我也相信 B B 的台语真正有够练等诶，你讲对无 B B？ 你台语真正有够练等诶，冷静，冷静。反正我觉得我扛得起啊，你知无？反正我跟 B B 讲台语，其实我觉得我完全 OK， 因为我台语其实也不是讲到哇练等诶，大家没看几个是另好不好？你们受不了的会是你们哦，好不好？台语歌很棒，可是台语开台我要吃酱，没有这么夸张，好不好？因为晚上到早上，应该早上吃完饭才睡，都是别这么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本钱这么早睡了，对我就是固定9点半10点一定就寝，好吗？不要紧张，台语就好诶，嘿，我相信咱 B B 的台语真正有够练等，真正有够好的好，安尼好不？交流起来，觉得老师今年教了一个起来了吗？你是说欧达吗？那一天我跟欧达一起研究嘿，更 lucky 哟，扛把子是不是？那首歌之后我也会把它纳入我的歌单里面，对不对？什么其实一样碰，什么 B B 精明干练，好不好？好啦，在 B B 面前我应该是比他还碰，我承认。叫素大哥吗？讲到我们真杯啊，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的颁奖大前辈可以请到素还真，我真的觉得金币奖超屌。对，就开始好羡慕，就是潜力新星们，就觉得哇靠，好羡慕哦，你们都可以让素还真颁奖，我们这些老屁股根本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你知道吗？跑不掉，你再想想，圆滚滚的迪卡造型的他今天没有，今天有精明干练啊！没有字条代表我以身试精明干练，好不好？怎么会诈欺呢，修先生，对不对？嘿，台语歌是谢谢马克先生，对，没错，政治正确，被迪卡认证了吗？嘿呀，要干了吗？天蓬元帅吗？谢谢水灵宝贝，不是水灵宝贝，你是被谁盗账号了？长没有，我们要找。我要找是不是 Vivi 真的必须要跪？你看，你要庆幸其他人来把名给你变成猫，所以你要我谢谢你是吗？你要我谢谢你是吗？生红要给猪猪礼物也到了吗？呀给你真的好，我就期待你们真的把那些很下趴的东西交到我手上，好不好？对，就觉得。就跟 BB 讲的一样，就觉得天哪，我也好想参加新人奖，可是已经是老屁股了，没有这个资格了，就只能默默的羡慕，你知道吗？素大哥颁奖时说一句前辈就好笑，我跟你讲，真的，只要素一句前辈出来，聊天室整个会爆炸暴动，真的，莫亚梅喽之类的，可以深造。不要，朱薄荷你乖，可以重新出道吗？但是我觉得重新出道好像搞不好也遇不到叔叔，因为每一届不一样嘛，对不对 BB？ 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好啦，虽然说没有缘在这个新人奖出现啦，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入围3项，入围4项，就是真的会觉得很有力量啊，就是会觉得说我们真的被评审看到了，然后我们在频道坚持的东西，或者我们频道经营的这些方向原来没有错，
就会觉得很有力量，真的。联动台语投稿明天的奇妙评论哦，可以有吗？可以，没有问题。那现场给迪卡的东西不多点，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你们真的人来就好，让我这1分钟好好看看你们，让学度尾电哈。当天就找个工作人员，让模特帮你带上去。好，我就看哪一位小精灵这么的牺牲，好吗？昨天凯文还问达达说台语，我知道他家的时候，你知道吗？小胖那黑的康长，我听到的时候已经是手机。就是可能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我就不好意思，就是把卡夹的那个念法打上去，我担心就是影响到下一个话题，因为我不晓得说，就是达达跟凯文会直接跟我在线上确认说卡夹的念法。就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原本很想热心的说没关系，是卡夹之类的，但是我发现我打完之后手机已经跳到下一个话题了，因为已经是1分钟之后的事情了，我就不好意思打，我就顶多打说谢谢评审，一直谢谢评审这样子。对，所以昨天那1分钟的时差真的是。困りますね，重新吃到从米雪维变成维米雪没问题。好，这个非常好认，对，这绝对是维维本人这样。对，然后那是集体下跪，对，然后叫你前辈好了吗？对，别这样，好，我还不够格，好不好？大雪环妹，下次跟叔叔说能不能办一个台语奖吗？也当门跨玛呀，但是也是要看主办单位耶。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啊，很多点都连在一起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本土嘛，对，我很本土然后我常常会把布袋戏的歌 Q 出来唱，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连起来了，因为常常唱布袋戏的歌，然后今年度就有迎来就是霹雳布袋戏跟可乐果的联名，然后还有去年底有迎来霹雳布袋戏那边算是他们一个日文版本的主题曲的合作。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非常开心，对，因为霹雳对我小时候而言真的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东西，对，然后没想到这些东西都连起来了，就自己爱唱那些歌。今年度居然大前辈叔叔是我们新人奖的颁奖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动哦，对，太感谢公事了，即使就会被叫前辈或者对聊天室会爆炸暴动，但也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但是新人奖一生只有一次，是的 ，BB 没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叔叔跟我们，虽然说并不是真的同台，但是也是另类同台啦。我们就是一样出现在霹雳电视台，对不对 ，BB？因为我记得那天霹雳电视台好像也是会播出的，我觉得好荣幸，要拿几次新人奖。台语那大马新加坡那边搞不好会跑来参加吗？也是有可能。BB 以后要叫迪卡前辈了吗？应该不是，再怎么讲应该是我要叫 BB 前辈吧，应该是 BB 才是我的大前辈，前辈啊 BB。我在聊天室看到人体，从来看到老人讲。对，真的 BB 要搞联动了吗？我知道新加坡那边也是会说台语，有新加坡那边也会讲，可是那个口音有些好像不太一样。脑中好台唱万贯。这样啊，文部半边天啊，OK， 我的天啊，你把他的定场诗讲出来了，我真的觉得回忆杀跑出来了，天哪！不太记得我什么时候出道哦，我记得 BB 找猪猪，我忘记了，但是我只知道我被 BB 圈粉的是那一首 A 美的 Left Lane。我记得 Vivi 翻唱这首，我完全被圈粉，好好听。对，好了，不要逼我讲出来，去翻那个回忆史，大家听得懂。在那个部队遇到星光部队嘛，他们说台语会说很快，Vivi 比较早2个多月嘛，对，就稍微早一些。对，欢迎大家，就不止去听啊，快点订阅哦，观看起来好不好？总之很开心，就是这次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不管前辈们后辈们都一起入围这次的奖项，然后也要再次感谢公司还有凯文团队愿意筹办这一届的金米奖，很多的东西都不容易。对，我当初也是觉得说，哇，这个奖其实且报且珍惜啦，因为要筹备这么大的奖项，其实
很不容易，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容易。那就刚好我的频道感觉这几个奖项很像都还蛮适合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报，我才觉得说好，那我就把握机会能报全部都报上去。但其实我原本想说我要报6个还7个，但是我之后发现我的计划书2个月根本写不完，完全写不完，东西多到我光是报5个我就已经完全就是已经是爆肝在做了哇！所以那个什么原本想报那什么 shorts 奖、翻车奖，完全抽不出时间。对，原本我真的还想说有时间来报一个什么 shorts 或翻车，但我发现我完全抽不出时间，所以我就把这些主力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这4-5个奖项这样啊。对，然后还好都有投，然后有获得入围的这个很棒的回报这样子。那么联动肯定有台语聊天环节，这嘛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这绝对有的啦，绝对有的，好不好？我就是要让恁中风，知无？吼，恁准备中风啊？哈，听有无？半醒半是半世全有全都是全体脑中情绪张满贯，将阿分母半边天了做。我小时候的回忆杀出来了，的呢？不知道叔叔他出场颁奖会不会有他的那个的呢？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太瞎巴太屌了。然后这个好盛红的，你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对不对？然后2个月能赶5个企划书已经很夸张了吧？我也真的觉得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写？我这1年真的是搞了很多台湾本土文创的东西，我自己也很意外，怎么这么多东西可以写啊！恭喜入围4个奖项，谢谢小乌龟吗？谢谢，我觉得是刚刚好遇到的评审，算是有缘分啦，算是都给予高分这样子。然后是谭无欲的，原来是这样子。专属 BGM 就是赞，超好听的啊，搞不好有对，我也在期待说，叔叔在颁奖，搞不好会有他的定场诗以及他的那个定场配乐出来，打的是谭无欲的出场诗，好，就是半仙对，这1年太丰富了，所以其实我在整理这些企划书的时候，全部都是回忆杀，对，然后刚好就是前阵子也是公视主办的那个什么是金马奖还金钟奖，好像金钟奖是不是？忘记了，反正那个时候金马还金钟在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非常老牌很资深的演员，我很喜欢，她叫做杨贵妹。对，小时候看她的乡土剧长大的她真的很会演。然后我觉得她有讲到一点让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她很像上一个奖项拿到了很像最佳女主角奖，已经是25年前了。但是他的心态完完全全非常的赞的，就是说他也是持续这25年，即使一直不断的入围，但是没有拿奖，他也是努力在戏剧圈，对，完全就是把那些得失心抛开，因为他已经算是已经内化到把得失心把它内化到一种成长的养分了吧，因为毕竟人家真的是长辈了。然后所以在还没有公布这次的获奖人是谁的时候，然后媒体就采访他嘛，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其实奖项每年都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有入围的话就是肯定，那如果有得奖的话呢，那就只是刚好分数比较高，就是这样子而已。哇，他真的讲的就是让我觉得好厉害，就觉得完完全全就把一些可能不管金钟、金曲、金马，甚至我们现在这个金币其实也是很适用，就刚好可能今年度在算是设定这个奖项的分数的其中几栏，我们就是得到了特别高的分数，就是这样子而已。对，我真的觉得他这个讲法真的让大家很宽心所以就是说并不是说好或不好，而是说这个有时候就是评审主观，你就是刚好有对到这个评审喜欢，所以帮你打高分。那如果说没有打高分，不是你不好啊，也只是刚好就是说大部分的评审喜欢或大部分的评审不喜欢，但并不全然表示你不好。对，然后总之看完他这个访谈，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演员。然后之后好像过没几天，颁奖典礼上面他就拿奖了，回归25年的再一座奖项。对，但是他已经是长辈级的，对他而言这个奖项也是
已经不会让他内心有多么的一些可能太过于澎湃、太过于感动或者什么的，因为他已经太内化成这个就是刚好我受到了评审的青睐，所以他也很淡定。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对，天边一朵云，对不对？掌握金毛碰整天烧啊，爸爸熊，爸爸熊，你知道上一个选择1对1的那个 Will Force 的时间就是你了吗？我直接把时间全部落掉哦，我要跳下一位咯。好了，爸爸熊，你等我的私讯你等我私讯，换你选咯。虽然这以前经典配乐有版权问题，所以现在很难听到。对，因为版权问题，所以我只是用我现在脑海中儿时的记忆把它哼出来。对，佩服这个心态，毕竟演绎还是很主观的，没有错。吉米都邀请了，应该有机会听，我也这么觉得，希望可以听到。对，就是水到渠成，就是说我做好每一次的表演，我尽力做到最好。但是至于奖项，我是觉得每年办真的会让演员们嘛，或是歌手们这类的东西，真的是很有激励的效用。对，那说真的，办这些活动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要好好的鼓励，因为其实真的不管是评审啊，或者是团队要邀请这么多赞助，跑这么多的赞助，以及很多美美嘎嘎的细节，真的要亲自下去跑，你才知道说哇靠，比登天还难，但是还真的要下去跑。什么直觉好坏，有点接近无欲则刚对，而且真的是大前辈，大前辈了，所以他那句话我就一直记在心里，真的觉得说讲的真的很好。然后接着就是昨天迎来了，就是入围了，又入围了，又入围了，连庄4度入围，我就突然想起了杨贵妹这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好有力量，就是有智慧，然后又觉得说真的觉得说，如果大家都有办法调整成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我想全世界都会更健康，就全世界都会更健康了。对，什么金草干练草花剑啦，开雷波波啦，彭整天没有这种东西，我吉米干练。小金在他演唱会，他在演唱会说不要，你们送我，对我打死不会开起来，打死我都不要开起来，知道吗？我觉得你微笑，不要，我可以拿茶叶就好吗？我可以只拿茶叶就好吗？谢谢你们大家哦。对，所以好开心哦，就是我原本今天开台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就是太多话想讲，完全就是言葉が詰まってるわかる。これはどういうか，就是我的话语已经满到多到我完全不晓得该怎么去形容这样的心情，但是还好，就是你们肯听我条列式的把它讲出来。对，就是从昨天那个1分钟的时差，然后情况有点好笑，但是又很感动的连庄入围的那个氛围，然后又不能跟我妈破梗的那个很内伤。打金砖的钱直接我不要，爸爸想我不要拼图，我宁愿现在有一道庆祝的金砖，打死我都不要拼图，谢谢。你想想看，这个金砖在推广这个本土效益，有多么大的 CP 值，金砖不好吗？何必要拼图，对不对？平面的1万遍不要，你们给我也不会拼，我真的没时间。想说的话多到真的言葉にできないわかる，就是詰まってる。言葉がめちゃくちゃ詰ま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か、言葉ができ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が溢れている。完全不知道怎么去组织你的语言，真的我现在吸得到空气了，对，我现在心情有比较冷静下来，我吸得到空气了。1.8万篇大概不是，你们把那个钱省下来，你们好好的投递过来金砖不好吗？我们这个皆大欢喜，迎来了4大奖项的入围，我们1道金砖也是很可以的吧，对不对？拼图什么的不需要哦，我们这个主播不需要哦。这边广球歌手我不要 ，Nocta 伊拉塞，纯白地狱不需要谢谢 Nocta 的诸事大吉，然后也谢谢昨天发起人诸事大吉，是我们的 Moshi， 我们的朱薄荷的老公，也是很有才的诸事大吉。我昨天就是在刷 DC， 想说到底是哪一个鬼才发起了诸事大吉？就我看了一下，第一个发起人是 Moshi， 就好，就是你了，我记下来了。这一句很赞哦。对，超有才。
好吧，都是我们的隐性大佬、公车大佬哈。对，丢了一辆公车过来哈，完完全全哈不让人抓到。我到现在也还没听到他的声音，还没亲耳听到啦。哦，但是那个录影呢，迫害的什么的有啦，听到了啦。但是我还没跟他1 by 1 1对1过啦。哦，他是婆吗？对，我知道他很婆，好不好？比我还婆，好不好？超香的。那个你订购我付钱，我不要，不要啦！我真的不要，我不要啦，我不要，我不要。这个金砖的钱投入这个频道有更多的本土效益，是不是？要快到，不要不要。我去年拼图还没拼完，对，完全抽不出时间，对，完全丢一个压路机，摩西丢一辆公车，对，摩西丢了一辆公车，然后还不想让我知道他是谁。我们家很多隐性大佬哦，每个都不晓得害羞什么的，对，每个都对，该怎么说？每个都为善不欲人知啦，每个都很爱迫害我，每个都超级贴心，每个都用自己的方法守护这个频道，谢谢，超级感谢。好啦，我们来唱一些歌吧。我还有什么话没有讲？好，总之就是谢谢评审的肯定，谢谢凯文团队的努力，谢谢评审长达达，然后谢谢我们家的面线，谢谢牛妈水灵，然后还有在这1年来付出了很多线下线上各种活动，一起推广本土效益，然后成为我的后盾的面线们老公的老公，还有很多，以及好的缘分牵引过来的原创曲团队老师们。对，虽然说不晓得我是不是12月7号真的有办法把这些奖项报回来，对，但是我果然还是情绪很激动呢。能够入围，果然那个情绪真的是激动到不得了。对，你好不客气，什么鬼啊？对啊，所以谢谢你们。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大额小额都是好额的赞助者。赞助对于主播而言真的很重要，太重要了，因为有关到于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支持这个频道，谢谢你们也用资本主义的力量支撑这个频道，让我继续可以做本土文化的推广，然后还获得了很棒的效益。还有那个5300是谁？那个5300你可以出来自首一下了吗？然后还有今天偷偷加入高阶会员的长官，你不要以为你在绿界加我不知道。还有就是定期定额扣款，还有定期定额扣款的萌新以及总裁们，谢谢。我还没唱到歌啦。当然是讲你也是好不好？马克先生也上下的，谢谢。就是即使加1个月，真的也是希望你们可以体验到猪猪的尊爵不凡。对，砂糖友谊大赛，长官偷来，对啊，我觉得你们庆祝猪猪入围的方式真的也很迂回哈。你们就不能果断的赞助吗？一定要绕这么大圈？今天可以开猪脚店吗？吉祥物拿 Q 板当。我之前还在跟我朋友聊说，他也跟我讲说，猪猪你要是这个高阶到达了大概40-50个，你忙得过来吗？我还信誓旦旦跟他讲说，怎么可能40-50个我就毕业，那做猪脚就好了啊！我觉得这个真棋不能乱立。虽然我的高阶没有到40-50个这么夸张啦，但是我总觉得立下去是有可能的，这个棋不能乱立。说到庆祝，这笔钱应该可以当庆祝。是的，谢谢他娃娃。我们今天定期定额扣款的你各位大佬我都有看到哦，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好啦，我去喘口气，我去摘个花。你那笔应该也可以吗？都可以，好不好？也谢谢雅总，对，谢谢你们省吃俭用，然后支持这个频道。在北部生活真的不容易，更感谢北漂的你们愿意省吃俭用，把这些钱幻化成
资本主义的力量支撑猪猪频道，谢谢。然后也感谢当初在原创曲集资的大家，然后很多很多啦，真的这些都必须要靠钱呢，很多东西真的都必须靠钱呢。谢谢大家。什么时候去户政事务所上那一笔吗？我是可以帮你们签那个保险受益人啊，好，谢谢。啊，我们恭迎我们的新任总裁，我们的长官，谢谢长官。长官，请问夫人真的 OK 吧？我会不会11月9号看到的是跛脚的你？你要跟我答应，你会身体健全的出现在11月9号哦，好吗？好，宝贝，可以，你跟我去填 ，Go， 我们 Go， 来不及了，我已经又开始尬广了。欢迎新任总裁长官。好了，我就说你们庆祝猪猪入围的方式真的很迂回哦。OK 啊，哦，好 ，OK， 哦，算盘砍在膝盖上是不是？好，我要看到这个奇景，请让我看到算盘砍在膝盖上的当天的奇景，好不好？保险真的可以填吗？我觉得我先逃离一下好了，让你们冷静一下。雅晨交给你尬广了，我们他娃交给你了，谢谢。好啦，中场休息时间，大家回来我们真的唱一些歌，我们来听听这次沈老师们帮猪猪做的原创曲吧。卡吉亚。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表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变拢是。不管未来可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
我回来了啊！好，转换一下心情，我们来唱唱歌吧。然后他话说我才不尬广，我今天的保险受益人已经点出了，身份点配哦，稳到不行，明天要再保一张哦。是这样吗？雅晨168伊拉塞，这首歌很适合在 PD 里面当歌曲吗？如果真的有机会合作，我会开心到疯掉吧。我真的会，然后把我以前小时候画的那些霹雳布袋戏的人物全部就是给对方看，这样，然后对方根本就不想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霹雳布袋戏跟可乐果联名的那次配信有没有？我真的是把我的黑历史翻出来而且重点是你们都猜得到我在画谁我其实那时候其实还有更多的人物我不敢 po 出来，因为实在是太黑历史了，但是你们居然猜得出来，好屌哦！好，柚子去买午餐，谢谢。いらっしゃい有さけん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这张片的名字也想好了，朱蒂卡猪脚店吗？你们是已经帮我想好猪脚店是？我是跑宽卖折去买迪卡的喝啊吼。保险是工作之一呢。真的吗？雅晨也是保险业务员吗？超厉害的！我那个明年要飞日本那个旅平险好啦，那个我妈会弄啦，他们有那个配合的保险公司业务专员。有没有看到什么更黑的历史？我都还没有把 BL 放出来。你知道布袋戏多腐吗？你知道布袋戏夹起来真的没有你们男人的事情了吗？我们霹雳布袋戏超假的，你们知道吗？超腐的，超爽，你知道吗？就对，存在很多腐女，好不好？邮局有保险业务好，他说那倒是真的，对，邮局有在卖保险的，是，邮局只能卖寿险，是不是？啊，我擦一下护手霜哦，来啊，谢谢洋洋，感谢，谢谢你们啦！我今天在开台的时候，我一度就是言葉にできないね。言葉が詰まってる。どう喋ったらわからなくなるわ。完全不晓得该怎么讲话，太多话想说，但是又太感动，然后情绪膨胀到又胸闷了。对，我已经很久没胸闷了。谢谢洋洋第一次来看，然后也谢谢洋洋潜水上来，恭喜猪猪，也谢谢洋洋，让我们家哥们看到你。OK， 我们的小羔羊来了，哥们照顾一下。又到了擦护手霜的季节，我是每天都会擦啦。对，我觉得擦护手霜很疗愈啊，手手就是要粉嫩的。不知道说什么就说爱我吧。好，那个我们差不多要，对，我们第一首歌曲呢，我决定是要唱这首歌。有没有很敷衍？等一下，你们谁又丢？等一下，你们谁又丢我绿界？是不是？等一下，
你们谁又丢我绿箭？ちょっと待って，趴趴熊吗？等一下，ちょっと待って你啊！你又偷丢我绿箭！趴趴熊是你吗？啊，ちょっと待って。少々お待ち。我查一下。谢谢伊拉塞。等一下，我看一下。趴趴熊，你跟我讲没有，就是有。等一下，我看一下。啊，等一下呢，都故意。有趴趴熊，你是把它当成30块的币值了吗？3000块欸，趴趴熊3000块。等一下，为什么我们家大佬的币值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趴趴熊，等一下啦！你们就很爱用这种很迂回的方式帮我庆祝啊！哦，果然600块大于3200，3000块的大佬当30块在花。等一下啦！你给我等嘞！确定那是台币还是越南的？绿箭应该是没有办法投越南盾哦。哎呦，谢谢你们，我看一下啦。给我偷丢，再偷丢！秋天枫叶伊拉塞，有啦，趴趴熊被我抓到了。哦，好，恭喜猪猪入围猪市大吉，请继续捧下去。谢谢趴趴熊，都这样子，都这样的，谢谢啦，谢谢。哦，我的天哪！我帮你们确认一下哦。您等我一下。再来收神教伊拉塞，你们等我一下哦。好，这个吗？啊，違います。好，对了，真的是趴趴熊啦，趴趴熊被我抓到了，谢谢，你们都爱用这个这么迂回的方式，老外故意丢左边，你一定是故意的对吧？我想说这个是谁？哪天会不会有人抖老婆300美吗？300美抖下去可能好，真的要睡公园了，真的要睡公园了。什么被吃的兔兔，好意思说哦。好了，谢谢趴趴熊，谢谢啊，ありがとう，谢谢你们。然后。注意看是3000，对，3000啊，怎么了吗？而且，好，没事，我只是确认一下。哦，而且因为最近太忙了，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开那个 SC 感谢会，但是时间又一直压往下压缩，所以呢。我等到演唱会结束之后，我再一一把这些还给大家。对，连同 SC 感谢。我刚刚说300，对于趴趴熊而言，他才赞助了300块，你们知道吗？他赞助了3000，对他而言不过就是300的币值，他赞助了3万才是3000，知道吗？趴趴熊开始觉得头痛了，对，谢谢。然后。等一下，雅晨，对，你们怎么都在今天啦？哦哟，你们怎么都在今天啦？雅晨也来，哦，
谢啦！你们庆祝的方式真的很奇怪你们庆祝的方式很奇怪哦！天哪，干嘛故意都在11月1号啦？今天是什么节日？是不是啦？国际猪猪入围日啊，入围是昨天呐。卡刷不过，美剧生额度，怎么刚好他都在今天？他瓦也在今天，雅晨也在今天，长官也在今天，然后趴趴熊也在今天。而且虽然说趴趴熊这个壁纸很像是迫害卖场，所以我刚还以为说哈，你又想迫害谁了？我想说趴趴熊这次又要迫害彩彩了吗之类的。今天是领薪日是不是？谢谢啊，谢谢啦，谢谢。只是因为明天是你生日吗？啊，长官的生日。还好你有跟我说，我帮你查一下长官的生日我有没有记在面线的生日表单里面。来，我们这边的高阶会员除了每个月都是回馈独家点心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独家的生日语音哦。太好了，长官，还好你有跟我说，我现在马上帮您插进去插入。我们把这个储存格往下移，11月2号就是您的节日了，对吧？我们长官11月2日，我们把它安插进去了，安插。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哦，都是长官害的。这是被吃的兔兔，不是趴趴熊。在迫害的话，那也太早了，料理都还没知道。我也这么觉得呢。你们11月是有想到想吃什么料理了是吗？你到薪水马上拿去给老婆，不是应该吗？是雅晨，但是我们这边充满了各种老公，好不好？我们这边很多老公，请慢挑慢选，好，谢谢品尝。我们老公都很优秀哦。好，长官要仔细听，怎么有时会碰掉啊？怎么有时碰掉？好，11月2号我帮您记录上去了。怎么碰掉？我明明是11月2号，我没有记成11月22号，好不好？11月22号才真的碰掉，好不好？好啦，你们就给我乱丢，我在这边找一下，那边找一下，才知道谁赞助哦。都这样，我要把字打在这边，我要让你社死。来苏牙，我要让你社死啊！赞助，赞，赞助，不是高雄的熊。好，然后我们不能用新系名体，不然我们的美编牛妈会生气。美编牛妈生气是很可怖的。那我们要，このくらいでいいのかしら？然后。好，我要在这边让他射死，然后我还要跑马灯。你们那个谁想射死的齁？你们可以趁现在很快哦，就下拍哦，就不要开题什么好色啦？什么好色呀？这是什么问题说 ？AirForce。是什么模式吗？是用 Google Meeting 的模式。对，然后接下来要换趴趴熊总裁选择我们1对1的时间了。趴趴熊总裁，你等我一下，猪猪，待会结束后快点 send 那个，让你选择哈，不要开题。等一下，所以说水灵宝贝要用标楷体才会让趴趴熊射死吗？然后就有人开始在上，有人在下。
好，你们这样谁要丢，就是要开始上上下下了。新细明体好棒吗？好，我要用新细明体。希尔伊莱夏，我们恭喜希尔这次也入围我们的原创曲了，希尔啊！喂，我们的才女啊，我们的 rap 才女希尔，恭喜恭喜恭喜！我们地多鼓掌一也谢谢希尔的到来。要他还挂他，总不是你吗？不是啊，因为趴趴熊的赞助基本上丢到绿界了，那绿界我现在目前这边还没有开显示，还是要跑一下的嘛，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因为我们高阶会员的话，可能绿界的部分是另外一边系统的显示，所以我还蛮忙的，有时候到处找说是谁赞助，就这边系统看一下，那边系统看一下这样子。长辈图好，只是七夕麻薯越来越叛逆了吗？叛逆的好，对我的艳遇好姐妹。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我们就直接一个大满贯吗？希尔，谢谢谢谢。我其实也没想到就是会入围连庄因为我昨天其实跟妈妈就是在电视机前面就是守着，但是我电视机非常非常的慢，就是跟我的手机差了1分钟的时差，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多紧张吗？就是你的手机已经把入围的名单亮出来了，然后你电视机根本就还没有讲到那里，你知道那个心情多么多么的崩溃，你知道？就是说你很想跟线上的大家同步，对，你想跟线上大家同步，但是你电视又追不到那个速度，然后你又想知道你有没有入围，你就只能先看手机，对，但是因为家里面有长辈想看电视，对，所以你就变成两边无法同步，完全尬不上大家的话题，因为大家的话题我远远慢1分钟，你知道？谢谢秋月，谢谢你啦谢谢你们纷纷到来，谢谢。第一个奖跟最后3个真的很有戏剧效果，真的。来趴趴熊，我要让你射死他们说要渐层渐层就是要很像要有彩虹色，是不是？彩虹长辈色我看一下好，彩虹长辈色的话，我看一下我们彩虹长辈怎么样可以获得一个彩虹长辈色这个够彩虹吗？有我们彩虹长辈色很像有出现的我们彩虹长辈色这样可以吗？那我们来一个这个我看一下，好，可以吗？有够彩虹长辈色吗？什么电视跟蜘蛛一样包子了，长官？对，欲言又止，无所谓了吧？我不是已经抓到你赞助了吗？好了，谢谢你们，谢谢。嘿，一直在说长辈色啊，对呀，就是长辈图的长辈的颜色啊，好不好？外公可能还有个白框对对，谢谢柚子。外框，外框嘛，白框，框的大小，赞，可以吗？长辈色，这样子吗？你看牛妈要对这个直播按不喜欢的啦，怎么办啊？我们的御用美编不能亡我难过，接下去什么？是不是完美？认同请分享。等一下，好，等我一下哦。谢谢他娃的这句话，等一下哦。我觉得趴趴熊已经无所谓了，你知道吗？认同请分享。好，可以，认同请分享，对，好，谢谢大家，谢谢。不准按不喜欢，你们全部都给我按喜欢，知道吗？然后背景可以换个什么莲花什么的，我决定我下次要开一个那个长辈图配信，可以，我们就尽量就是能够多本土就多本土，可以，没有问题。对，我们之后还有各式各样的企划，连土味情话企划，你们等着我好吗？好不好？那个白框太粗了，彩虹都不见了，所以我看一下哦。牛妈建议如果真的要红橙蓝黄绿蓝靛紫，应该是安内啦咱牛妈讲安内不够彩虹啦咱安内好不好？咱得选这个，不是这个颜色不够彩虹呢，还是红色安内好不好？
有，还有没有长辈图的感觉？长辈图的尴尬，有啊，就是安尼。哦，真正有个下拍，Come back， 有无？先把柚子拉出去。没事，牛妈按一个不喜欢，你开10个账号哦。谢谢我们牙总，谢谢。柚子剪片很忙，快去。好啦，很棒，认同请分享。你们谁想上那个长辈图不？你们谁想上那个长辈氛围的那个赞助名单呢？我们现在要趁现在好不好？对，谢谢各位的赞助好，我们真的是对非常非常迎合本土文化的推广啊柚子去剪片，你边剪边看文的。好啦，谢谢啦，都用很迂回的方式不让我知道的赞助，很奇怪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再度的就是把你们的发财金放在啾啾的频道咯，好不好？波比林多探吉，好不好？边吃丹丹吗 ？Easy， 好哦，赚新钱。再丢一笔，可不以把柚子挂上去。趴熊总裁要尬广了，柚子你小心哦。可以啊，有什么不行的呢？我就是喜欢看你们相爱相杀。趴熊总裁，お願いします。いつでもいいですよ。どうぞ。いつでもいいですよ。ありがとう。今天不适合抖内吗？今天非常适合抖内啊。今天你非常适合抖内，好不好？来，既然我们都已经这么的长辈了，我决定今天要把入高阶会员的大家完完全全变成长辈图。我真是太有心了，连我自己都爱上我自己了。我来复制，我来贴上，来，我实在是太有心了。来，上面的呢，我要从另外一边跑，然后呢，我实在是太有心了，你各位总裁们，这个是推广本土文化的效益，非常非常的成熟，非常非常的具有纪念价值嘛，真是太棒了。你是勉强觉得为自己没戏，我是来，我要感谢用最本土的方式感谢我们的高阶会员这么的支持本频道，长辈图舍你们其谁。我的高阶会员来，今天加入的高阶会员有雅晨总裁，我们雅晨总裁是我们的晕眩亲卫队队长2号，他的老婆听说叫做 Muse， 他老婆很正很香，只是我一度认不出来。我们雅晨总裁目前在中华邮政执勤，非常的认真，非常会开车，听说车里面都是朱蒂卡的任何周边，非常的专情。哪一天你们在大台北，不要说天龙国，大台北帝国看到了一个充满朱帝国的邮务车，87%以上应该是我们家雅晨总裁，好不好？雅晨总裁。この配信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把柚子挂上去。真是太棒了，没有问题，真是太棒了，交给我好不好？好，然后雅晨总裁，感谢今日入股的入股怪怪的他瓦蒙总，雅晨总裁，人夫长官，人夫，好，认同请分享。好啦，入股啦，好奇怪啊。认同请分享。有啊，今天成为高阶的好不好？然后来我们的，等我一下哦，滤镜的部分我们要从另外一边哦，这样子哦，有，然后 OK，
然后我看一下哦，有，我知道了，我知道要怎么样的本土了，交给我，交给朱蒂卡。等一下哦，我们要本土，就本土到底，不是吗？違います。好，好，你们嫌不够大嘛？是不是？我完全让你们射死，知道吗？朱子以来上，什么没有对不对？我精明概念啊。然后这个，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原点。知道我要干嘛了哈？知影我要创啥哈？恁拢知影啦哈？咱小拄会着啦哈？再来皮嘛哈？咱拢小拄会着啦哈？咱拢小拄会着啦，各位总裁，咱拢小拄会着啦哈？而且你们好快啊！你们好快，柚子换你咯。然后柚子被卖了，被用1500卖了，认同请分享。いかがでしょう？请问各位敬爱的真绝不凡的萌总们，いかがでしょう？刚刚的颜色表又非常色系的，看不太到吗？怎么被讲好眼睛？是出名。好，那雅晨的部分我看一下哦。我们需要更亮一点，我看一下哦。红色好吗？哦，这样子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够长辈？瞬间觉得你好安全，你瞬间觉得好安全是不是？我们既然玲玲学长都来了，我们把绿界的大楼都打上去好不好？弄死你！我们把绿界的大楼都打上去好不好？越来越狠了，大佬24，然后李玲学长，阿印师。要玩一起下来玩，喝剩哦，今天就喝剩了哦。然后还有劲爆，我昨天哭得这么惨，全部都要陪我玩。总小天总裁认同请分享。不要送我 P 图，不可以！没有，我是说真的，我真的没有要 P 图了。我比较担心的是我没有空玩啦，不要啦！你们可以幻化成金砖好吗？你看我们形成一个多么祥和的一个配信画面，是不是？而且你们这样子一直赞助啊，或者是基本上今天已经形成了快要2道金砖了，你们知道吗？谢谢你各位加入我们高阶会员，我们已经快形成了2道金砖了。金砖不好吗？何必拼图呢？是不是？梦游逃过一劫？没有，这个是我们本频道的风雅的风趣啊，他们性癖很奇怪哈。开台并不一样，他们包括长官，像加1年的是要上全部上，不能只有我一个啊！格鲁斯伊拉塞，不好意思，我刚忙着编辑文字，谢谢。我先追一下聊天室，觉得的3个我就觉得这个长辈图就是几乎多汉吧，就是有点
不是很彻底的长辈图，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就长辈一半。我们就今天感谢大家，就是说我们这个算是感谢评审的肯定，我们4大奖项的入围还是要带一点本土味，好不好？毕竟本频道就是推广本土，好不好？好哦，露骨好，想不到的伊拉塞，谢谢谢谢。我想不到吗？上次还是伤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来就很开心了。好，牛妈撑住，牛妈乖，金砖拼图开来认同。请分享，好，大人到神教很了解本频道宗旨，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都已经要快形成2道金砖了，不好吗？你各位，我们是非常祥和，不是吗？想到陈设非常这样拼更久，300篇就给我不要啦，我500篇拼了快半年，快1年还拼不完。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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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安详的唱几首歌了。我的天哪，3点41分。我今天都还没唱半首歌，我天哪，好可怕啊！等一下，我今天还没，不要，学长，我不要拼图，我不要。这个是朱蒂卡用本土的方式表达感谢，不要，我可以接受你们幻化成金砖，不，今天已经快要两道金砖了，谢谢，你们可以不要拼图，你们把钱省下来。丢金砖不好吗？你们是多讨厌金砖？恭喜入围，谢谢丽丝，谢谢4大入围，要谢谢公视，谢谢凯文团队，谢谢评审，谢谢达达，谢谢。要进入我唱歌的环节，不要啦，不要！我刚刚我还没唱卡甲，我还没有啦。好，你们乖，你们虾皮关掉，玲玲学长，你们谁按耐住他，按住他，请他不要太激动。谁来按住他一下？等一下，不要，趴趴熊。好啦，趴趴熊，你今天见证了就是你对柚子的爱，这样好不好？好，你对柚子的爱，我们都知道了，广为人知，可以吗？紫金六一拉萨，对，一来就听到不要，我不要拼图啦。你们今天已经把这些钱幻化成要2道金砖了，不好吗？对，高阶会员的，或者是都不知道谁猪老公谁啦，或者是故意不丢3枪丢绿界的，已经要2道金砖了，我们再多一条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拼图？是不是？怎么会送拼图？不要乐高牛妈，不要！牛那个乐高你们可以送牛妈，好不好？他们家有未来的主人公需要，好不好？不需要哈，我已经5003岁了，不需要乐高，谢谢。一直都开着，不要啦，梦游，原来是拼图，不要！我唱歌，对，真的，谢谢大家肯定我唱歌，对你们冷静，2500篇以上，好啦，我唱歌啦，我要把他嘛编辑给猪猪的歌单，我要开出来了，我要谢谢金米奖评审对于本土推广的肯定，我们是不是要来几首台语歌？刚下起来哦。感谢一下各位评审，我只要唱歌就赢了，对吧？恁敢有听到 echo 声？你们有听到 echo 的声音吗？有吗？恁敢有听到 echo 声？亲像是伫脚咧唱歌，有吗？台北介绍是台北二姐，对，我昨天听到的时候我超感动的，我真的我觉得我这一趟来 B 圈我真的觉得够了，我真的觉得好值得获得了好多，获得了你各位的迫害谢谢，获得了你各位的爱还有迫害，我好欣慰。很小的 echo， 好，等我一下哦，这样呢？这样有没有稍微大一点了？恁敢有听到 echo 声？亲像是伫脚咧唱歌，朋友咧感情煞来风雨人，心爱的人甲你相共。我不要毕业，我没有要毕业，放心，我的排程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就是说毕业也毕不了业，不用担心。你们最不用担心的是什么？你们最不用担心的是我毕业，对，因为我不会随便毕业，你们放心，好不好？对。曾经我在眷村问了当地的老伯伯，他们都说迪卡是他们当地。你那个老伯伯是不是
我们频道65%以上的年龄层的长辈们。我最近真的发现推广本土文化真的给我迎来了好多65岁以上的长辈们，我好欣慰，你知道，我真的超开心的。其实我非常开心，我就是要他们来听台语歌，对，而且已经冲破了1成了，他们渐渐迈向2成了，你知道吗？好屌哦！岩壁的概念，就好，我们帮他冲60，对，我再开个30年啦，看你各位有没有办法帮我冲到65岁以上，好不好？对，那时候那个我们65岁以上的那个观众就成我们的大宗了，这样好不好？大宗，我没有要毕业，没有要毕业啦！好啦，唱歌了，唱歌了。我们想唱一些台语歌，振奋一下我们本土文化。可是呢，台语歌基本上都是西洋歌曲，安那边喏，安那刚没唱，你知道吗？听过？有加 NC 的台语歌听起来很好吃，有啊，我们家的卡夹就有加 NC 哟。我能陪你10年就很强了吗？我也这么觉得，你们有办法抵我5年，不要10年，5年就很强了，好不好？5年陪你10年就很强了。你好，魏阳有熟女造型吗？这我不好说，但是呢，你们11月9号来看就知道咯。我们11月9号的演唱会，欢迎大家来看，好不好？对。欢迎大家把票买起来，在我们置顶的连结啊！你认为再活10年都没把握吗？不会啦，我们家面线都长命100岁，好不好？超有福气的。每个成为高阶会员的马上是不是今晚中乐透？对啦，我好小啦，我没有中乐透，那个骗人啊！我好小，陪你整个下半辈子。好，谢谢他式的土味情话，但是把我往前放，然后阿拉阿拉这样吧，鸡巴桑10年已逝族好派，我也这么觉得，就派来，我今晚要唱的歌就是这条啦。我想唱一点那个庆祝的歌，可是不好意思，这是都死人歌曲。我们台语歌很像，对，都死人歌曲，不好意思。猪猪也会继续推广本土文化哦。新香手啦，送给大家。你双双对对的，秘密粗粗哩哩，留予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控制比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么心胸就热？当初的手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么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当我会转来你爱我？糊涂，如此真情，我无快乐，变心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
无楼梯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面双双对对，甜绵绵，处处你路，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旧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当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旧纸，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当我会转来你爱我？谢谢。我现在讲到台语歌啊，我前两天有被 Double 老师推坑一首歌，也叫做《查甫人一首歌》，好好听哦。虽然说还没有伴奏啦，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听着听着已经稍微会唱一些了吧。不过我需要升 key 一下，我们试试看看清唱好了，我觉得它好好听哦。然后我可能要抓一下 key 哦，因为冰心伊拉塞，欢迎哦。我升个5 key 看看，我抓到 key 我就会关掉那个伴奏了。风轻轻吹过，啊，好低哦！等一下，风轻轻吹过，风轻轻吹过。风轻轻吹过，好，升 key 了，升5 key。风轻轻吹过，好低哦！天哪，试看看吧，希望之后有伴奏可以唱唱。这首歌来自潘信维老师的作品哦，信维老师。查甫人一首歌，而且我去看了一下，好像这首歌不一定要上吼查甫人啊，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你一肩扛起一切责任的都适合这首歌，扛啊都扛啊，你各位扛都扛起来吼。好，查甫人一首歌清唱，等我一下哦。而且蔡振南大哥真的他也会演了，他也会演。来，还没有卡拉带，还没有卡拉板，但是我们咱的切看嘛样，对，跟了 key， 跟了 key， 哦，跟了 key， 跟了 key， 哦，好，对呀，好，来试看看吧，期待之后有伴奏出来的时候吼。好，风轻轻吹过，是这个 key 吗？啊，等下再一次。风轻轻吹 ，OK， 风轻轻吹过，好来啦，风轻轻吹过，
还是有点低耶。流真多，风若是吹过，好低哦。时间剩无多，母啊问你何时成家？何时过年有孙陪？虽然有藏在心内，马笑笑好过啊，忘了啊，算了。风轻轻吹过，流真多，风犹原吹过。啊，时间剩无多，无想过我真正的成家，贷款贷到我困袂落。哦，这个真的是大家的心声。贷款贷到我困袂去袂落，有时想袂哭，找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就那配，关系互分。关系苦啊，关系苦吞我做啊，好难唱。查甫人一首歌，关等一下，别拿手。查甫人一首歌，就那配，关系苦吞我做，就算命命嘛爱别家，目屎老是无够加，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胸腔的迄个，就算无行，带着无行，看着是衰，踮在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哦，好好听哦！虽然说不太熟，可是这首歌我没想到这么快，真的很抓耳哎。是闪哥伊拉赛，上我的主播声像黄以玲吗？我的天哪，大夸奖哎！谢谢闪嫂，因为你这句话，我们下一首歌来零星的歌，啊是要无你的金杯，无你的金杯啊！谢谢，居然像以玲姐是吗？谢谢，我很开心。那后一首歌就来一个以玲姐的歌曲。来，无你的金杯，看一下，好，哦，这首歌经典。是伊捌真多的代志，伊讲上电视机的锁匙拍开有雨水，阿嬷不捌你，但是有一张真杯写予伊，过几十年毋捌听开。伊讲啥字不如相思，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害伊，无留半年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好几年，我爱的伊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害伊，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一回拢无你，一生变痴迷。好，不好意思，我甲阿嬷问，阿嬷流嘴烂，阿嬷的嘴烂是流啥物？讲真甜的爱无勇气，才来用你变情意。谢谢财叔，谢谢八月生生，谢谢他哇，谢谢
杰克，谢谢杭吉拉，谢谢长官，谢谢马克先生。我流口水了，对我看到阿嬷就流水暖啦吼，看到阿嬷水流水暖，哎呦，就唔通诶，真正就唔通诶。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的伊，无留半日就断了过去，不甘心付出为你好对你。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的伊。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话拢无你，痴心变痴迷。我甲阿嬷问，阿嬷的情杯是啥什么？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一变情意。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才来用一变勇气。来自于黄义玲的《无你的金杯》，超级好听，超级啊！而且昨天嘛，就是在宣布要公开就是入围演唱实力奖的那个最后那个 moment 嘛。其实我一直，其实这个奖项对我而言，其实反而还蛮淡定的，因为一直以来我的歌路就是老派嘛，不然就是很容易跟这种演歌、台语歌连在一起。对，就基本上就是可能不是比较流行乐的那种唱法。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也蛮吃评审喜欢或不喜欢，比较主观。对，所以这个奖项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我就真的会放得比较宽心。对，好死不死就今年又是最多人报的这个奖。对，然后我想说好啊，就反正来报看看，就这么爱唱歌嘛。然后刚好卡加这首歌我又很想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自选曲。对，反正就想说我的播跨马一样哈，这么老派的唱法，看有没有办法入围这样。昨天看到入围名单说哇靠，还真的入围。看样子评审应该也蛮吃老派这一套的。谢谢评审啦，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肯定这样子。对，因为其实人的声音呢，分很多很多的层次，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主观，所以我们当然有喜欢或不喜欢的一些声线，或者是演唱的方式嘛，或者是我们自己比较擅长的共鸣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啊，所以所谓好不好听，或者是说这个人会不会唱歌，我倒觉得这个就是主观啊。但不得不说，3位评审老师真的是很在音乐界已经算是大了，所以就是会觉得说，谢谢你们的公信力，让我知道说，原来老派也有一条路可以走啊，谢谢。原来老派也有机会入围啊，谢谢。真的就很看评审的缘啊，对，所以我想说，这几个评审是也有在听老歌，是不是？就很感谢，对，很开心可以出现在演唱实力奖的入围名单里面。对，毕竟就真的就是老派嘛，对不对？可是我老派我骄傲，因为这样的一个本土推广，花了1年多的时间，迎来了好多的长辈们嘛。对，我真的觉得超级开心。对，希望日后也可以这样稳扎稳打的继续推广这些本土的东西，然后更多的台语歌这样子。就喜欢老派的猪猪，谢谢，我很老派，我骄傲。好啦，对啊，来下一首歌我准备一下。
是你耶，谢谢你们，谢谢阿里嘎多。对，今天收到了好多的恭喜，然后还有好多就是很迂回的赞助，对，迂回的赞助，你们真的已经要形成2条金砖了，好不好？谢谢你们这么迂回的赞助，谢谢你们，谢谢啦。就是开台无法用词汇去表达出来的东西，也谢谢你们让我好好的一字一句的把它讲完，对，终于才可以唱歌。然后等我发现我可以唱歌的时候，已经快4点了。有啦，我们还是有歌的部分啦，我们歌杂结束了，我们有歌的部分哦，有歌哦。来，满天回绿哟，祖庙悲哀，超难唱的一首歌。来西北雨阿东透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也是雨伞。为你规若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影仔，凡世会当甲你放煞，其实老命活来拢无要无紧。这几暝看电话相识，我顶这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这声伫咧哭我洗来洗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若想着你当时也怨你的记忆，路边的话。我家路雨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问天不捌，想来啥你拢无，这阵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目的人，煞会落雨冰。压你的记忆啊，藏伫我的心内，听你的白白啊，行你要行的路，风吹来花落土点一座救急救，咱无管世音菩萨哪准讲，你算着一出悲剧，你险的看，路煞落来头一撮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头脑啊行，牵你的梦，愿有一天咱做伙返去迄个所在。我捡起的爱，甲你捡起的心，伫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分。写过了的话，甲讲袂煞的话，不开。过完的情，看人去流哭，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看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感谢回绿祖鲁比亚，谢谢哇，喝口水休息一下。好啊，对不起，打个嗝。
跟我们这些照皱世面先做年轻了吧，谢谢你们，让我觉得我还有青春的感觉，好不好？对，8月先生是克拉奇，大猫老师你来晒，欢迎哦，欢迎大家。我们歌杂95%杂，然后5%歌，好不好？你们太了解我了，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有歌有杂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先杂一下，对，杂大概半小时，然后剩下1个小时哦，再歌一下，歌个半小时，然后再杂个30分钟，没有问题，歌杂完成，谢谢大家。哎呦，昨天心情太澎湃，很多事情想聊咩？对啊，谢谢啊。来，下一首歌，我们随性的唱歌。我觉得唱歌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好开心可以继续唱歌给你们听。下一首歌叫做《阿死图阿死》，谢谢。这次的杂比较强势，但把歌给压制了。是，这个啊，这个这么强势的杂压制我们的歌，这样怎么受得了，对不对？真让人受不了。来，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歌的气势，把它好好的抓上来。A 美的 Last Field Studios 歌被压了 ，us 没错 ，us to us， 谢谢大家。来吧，歌我投降，被砸压制住 ，us。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肩濡らし歩き続けたす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待って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だとしても心をまた色を放つ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奏へ願いの破片よ届け好，不好意思。遠ざかる遠い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ただ積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で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いつ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Us to us 奏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
토요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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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吃拖油鸡，拖油鸡，想要吃拖油鸡。いつ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を放つさよならじゅかす愛になれたすたすいつかの弱さへいつだだけど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飛ば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ダスダスアッシュアッシュなだ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哦，缺德的三哥，你真的很缺德呢！我今天想要吃拖油鸡，我巴肚就要哎，哦，今天就唔糖哎，我想吃鸡肉。可是我最近鸡胸肉其实吃的还蛮多的，因为重训嘛，饮食控制最后的一个礼拜啊，我11月9号以后一定要解放，你们跟我好好的等着。我11月9号除了烂蛇对尾掉之外，我真的要解放，跟我姐妹去大吃特吃。然后也谢谢已经购票的大家，虽然说 VIP 票种现在没有了，但是有兴趣的话点点上方的字典连结，我们还有其他票种热卖中，好不好？那真的是最后一个礼拜，然后密集跟大家宣传，应该是会宣传到前一天吧，前一天应该就是最后的购票期限，好不好？希望不管是什么样的票种，烂东西都对掉啦，那好不？马克先生说什么有点土这样。就上一他肚子饿了，最后一句了，可吃饭才拖油鸡，对，拖油鸡。晚餐歌可以哦，等下来晚餐歌一下。对，拖油鸡就准备讲啊，有咸丰兄弟呀，刚下刚温都啦，迟来的，恭喜猪猪获得年度吉米霸权，没有啦，只是入围啦，只是入围啦。我当然希望这些奖项可以报回来，但是就没想到4度入围，好不好？那就看看12月7号是不是真的可以把这些奖项抱回家，好不好？谢谢你们，感谢感谢。突然回不去了，索拉咪咪太可怕了，妈咪也是，我也这么觉得。然后豆的 K 是什么啦？小胖说没有违和是，你那个解放要小心。会啦，我还是会稍微的。我现在已经有很多待吃名单了，完蛋了，排到明年完蛋了。天天鸡胸肉吗？我真的是天天鸡胸肉，而且鸡胸肉还用气炸锅，那个气炸锅气炸出来的那个肉完全是无油的，你知道吗？饮食控管到有点病态，但是又好好吃。对，那没有口水声你还没感觉是吗？今天红衣拉塞莫忘泡面的啊，真的我知道泡面的逆袭，我知道，只是提早恭喜吗？咸丰草兄弟，你预判我是真的可以制霸是吗？万一没制霸怎么办？好，没关系，没制霸，至少我们还有晚餐。下一首歌，晚餐歌，谢谢。晚餐歌好好听哦，啊，超级好听。我们来，你好，抓抓，先抓抓，我先 setting 一下。听到我这里啊，一小小，等一下，还没。嘟嘟，哦，想到泡面事件，我会啦，我会乖啦。
雅晨先生，你还好吗？雅总快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你想拥抱你的老公吗？不成之霸，就买茶鸡汤鸡霸王，好哦。没治霸，你直播看迪咖。没治霸直播看迪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治霸的话，你要直播看我的意思吗？咸包丑兄弟，别立起嘛，别立起，不治霸，这下真的晚餐歌了，真的，我现在已经在肚子饿了。来，いきましょう，晚餐歌，好好吃的一首歌。君を流すからだから一緒にはいれないな君を流すから早く忘れてほしい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違うものも食べたいね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味気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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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よね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て勝手だね大体曖昧なんだ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いか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シンバルを並べてみて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我们欢迎2倍老师，贝基，老师你来吃晚餐吗？老师，君を流すからきっと一生は無理だよね君を流すから胸がとても痛くなった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分かり合えなくなって君を流すからまだ君を流すからでも自信がないないなんだよね変わりたくないない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て勝手だね大体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そこにいるのにね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シンバルを並べてみて何百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後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離れないって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のは結局君一人だったよね涙のサイズは君の胸に残ってしまうだろうけど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るから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忘れるような愛したのを並べるから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だって忘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ドゥルルドゥルド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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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看到2倍老师就想到嘟嘟嘟啊，谁叫他帮我们把那个港都电台的那个魔鬼藏在细节里的嘟嘟加进去，哇靠，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嘟嘟嘟完之后，马上是嘟嘟嘟嘟嘟港都电台。大波老师，我们原创曲入围了耶！哦耶！谢谢老师，哦耶！这个入围的奖项啊，真的仅限给我们强大的制作团队大波老师们。我真的从头到尾真的只出一张嘴，所以要是真的有幸得奖的话，我倒觉得说我没有资格讲任何的话，可以老师帮我讲就好吗？我真的就出一张嘴，简直完美，我们平常心。好，谢谢老师。
对，而且老师真的也是，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是音乐界老屁股了，所以老师他对于这些真的很内敛嘛。虽然说很爱讲干话，可是他对于奖项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内敛。对对，所以就是果然是爱讲干话的暖男这样。个人搞鬼5公斤乘以100，持续增加中。老婆唱歌好听，身体累死，心灵安详。大家没事没事，我们再撑一下，要放假了，好不好？对呀，983。然后我追一下刚刚的聊天室，冒烟伊拉塞，然后对，一出现就晚餐歌，我肚子饿了。然后看一下，还有观众直播看你看迪卡咸丰草兄弟，你要赌这么大是吗？我要是没有都拿这样子，对，你会把你自己给卖掉了。我觉得4个奖项可以入围，对我而言真的是超级大的惊喜。不过真的就跟两贝老师说的一样，其实真的各种奖项其实就是如果有办法得高分是最好嘛。对，那基本上我真的觉得其实这个还蛮看评审员的啦。就你哪里这个评审就是哪是尬毅力，嘿，你的赢啊，你知不？这个其实就很吃评审在打分数，说哦，这个感觉我喜欢，我给你打高一点。然后这个就是不是那么对位，但是他们不会说就是说好或不好，因为这个单纯真的是还蛮主观的，对，所以我觉得能够入围，其实就算是运气已经很好，已经算是有稍微对到评审团了，对。奖项是一时的，作品才会跟你一辈子，讲的太好了，讲的太好了 ，Double 老师，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其实不管有没有得奖，就是持续吧。所以我觉得可以持续的经营这个频道，持续的把我们可能接下来还有各式各样的作品，我们再把它完成，我们再把它具象化。对，这个真的才是真的，把作品留下来。对，然后希望可以推广给我的子子孙孙。好，这个其实有点太远大了，对，但是大概真的是这样子啦，跟画图一样，任何的艺术其实都是你还是得要继续创作，持续的创作。是不是说老师对于得奖就跟主厨房一样了吗？对，因为老师对于得奖跟走厨房一样，所以心态调试的非常非常的安详，这样子。今哪里风景头是安内吗？今哪里风景头头家的冰草草。我好怀念这首歌，因为爸爸以前小时候都会听陈蕾耶。在这个陈蕾的 moment。我们迎来了 A 莉奖开始啦啊！是 A 莉奖的降落啦 ！A 莉奖刚下列降落，欢迎降落，谢谢 A 莉奖的降落。远古神木吗？一来就好老，对，我们不要说老，我们这个叫经典，好不好？我们叫做本土经典，好吗？是不是？谢谢，这位是玉，然后我看一下雨辰，然后希拉多利哥夏至。然后，嘿，谢谢你们的降落，谢谢我们大小姐的降落，感谢这个时间迎来了大小姐。因为大小姐的降落，我觉得我可以再多唱一首，谢谢。莉讲，我原本今天想要表定4点半可能就收播，因为差不多3小时嘛。对，我为了莉讲，我们可以再来一首，好不好？啊，恭喜4连录，谢谢。我昨天在客厅，基本上一直很惊吓，对。超惊吓的，因为最后一个奖项基本上就是演唱实力奖，就是比较竞争性比较高，所以我对于这个奖项其实真的是淡定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吃评审喜不喜欢老派声线的，就刚好如果评审喜欢老派声线，我就有入围的可能啊。如果评审比较喜欢流行乐声线啊，我的唱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吃一个主观的一个缘分啊，我都称为这个叫主观的缘分，对。他就刚好就是唱老派的歌路，也有的入围那个最佳演唱实力奖，我真的觉得我赚烂到，我昨天在电视机前面一直很惊吓，然后又很感动，这样喉咙没问题吗？可以的，你讲君のためなら大丈夫だよ，君のためなら姉ちゃんは大丈夫だよ，エリちゃんおいで，我值得吗？也谢谢艾莉讲，而且艾莉讲偷偷送我游戏，我前2天才发现，我真的是太不熟那个 Steam 是不是？我真的很少开启 Steam， 我是艾莉讲送我，然后过了1个礼拜，我才发现，怎么有人送我礼物？怎么有人送我礼物？就是艾莉讲哥，贝拉哥吗？谢谢你的降落，实至名归啊。他说，痞声说猪痞
哦，皮生说猪猪你超棒吗？亚贝，对，有空再玩就好。好啦，艾莉讲谢谢。真久无见面啊！これがもしかしたらトマ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トマちゃん。对，我真的过了1个礼拜，我才发现说，好像有人送我礼物然后仔细一看，记得刚刚是艾莉讲齁，刚刚怎么变成P声是不是？迪卡发音好可爱吗？马克先生，好像是你快回来，马克先生，我刚刚被盗账号，对。好啦，谢谢你们啦。对啊，我觉得真的太多谢谢了。就像我今天开台的时候，情绪满到不知道怎么讲话，不会讲话那种感觉。对，但是如果真的之后不管有没有得奖啦，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了很棒很棒的一个本土文化的推广效益了。对我而言，已经达到了我要的本土文化推广效益了。对，所以之后真的就是平常心，然后继续做我们想要进行的文化推广之类的。对，然后大声说猪猪超棒，结果打字个有艾莉讲，我感受到你的澎湃，你的激昂，好不好？谢谢啦，不管是 V 鹏鹏还是大家，我们家的观众、老师们、评审们的肯定，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然后总之最后呢，也陪猪猪一步一脚印的继续经营这个又本土又经典又老派的频道吧。感谢每个一起看台参与的大家嘛。老师你怎么突然这么的感性？我们老师不是一向都是气氛组的吗？怎么突然老师也感性发言了？老师你突然也感性发言了。来，我们迎来了艾莉奖的降落，我们是不是刚好我们神 double 老师也在这边？咱卡架真正吹落去，咱最后一首歌来卡架一个，全都愿预定起来。老师，我先讲哦，若是真正有得奖，我会当卖吃兔啊无？我可以不要吃兔兔吗？我不管有得奖无，我拢无想要吃兔啊呢，我就为难的呢。没事，对，我们在用本土语言沟通中，好不好？我可以不要吃兔兔吗？不管有没有得奖，我都不想吃兔兔了。你就我们当俩兔啊，是安怎俩兔啊啦？你们看大宝师他其实台语也是很好的齁，不过大宝师算是宜兰腔之类的。死灵王伊拉塞，好啦，我们就静待12月7号，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把它拿下？没拿下也是继续推广我们的本土文化了齁。为什么要吃兔子？你问他们你讲那么多欺负我，跟我讲逗话的不会加贵齁。我们可以吃猪猪，我们可以吃羊羊，我们可以吃鱼，我们可以吃鸡，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吃兔兔呢？我走在前面，我的足迹可以不要在我足迹上面布满了兔肉吗？可以吗？台语母语人类是老师是没错，觉得很残忍。我没有吃兔兔，我的卡架行得正走得直，没有吃过任何一只兔兔，好不好？你去看我的足迹，很单纯的好不好？没有兔兔的足迹，好没有？没有兔兔逃跑的轨迹，你们自己听，你们自己看，没有。有听到这个澎湃的水声？没有一只兔兔受到伤害，没有，好吗？那啦，唱歌啦。等一下，我的卡夹，等一下我的歌名，等一下啊！千年的孤寂，洒来予梦拍醒。结束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带着来体，面线放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因注意。风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甘苦，敢有需要我提起？
夜头看见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啥物，只要还找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我要吃土啊！我真正无食过啦，我好冤枉的啦！你拢安尼好冤枉，那唔就唔通的。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甲我拄着伊。大地内底，雨伞放开，缠着缘线，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风儿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讲是敢有需要搁再提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啥物，只要还找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嘟嘟嘟嘟嘟，我没吃嘟嘟嘟，没有吃嘟嘟，我没有吃嘟嘟，没有吃兔兔。谢谢大家，没有吃嘟嘟啦。哎，等一下，怎么又捋屁了？等一下，没有，最后一首了，真的，最后一首了啦，真的，我没有吃嘟嘟啦。来，最好只是刮的是我们这次有幸有入围原唱曲的卡架哦，咚隆咚了一声。其实我卡架其实已经唱了无数遍了，可是我真的每次唱完我都还是会赞叹，觉得说为什么老师有办法，就是真的是量身定做一首歌曲给猪猪这首歌完全是量身定做你看又下趴又老派，完全就是我要的东西。对，老师他真的很会做音乐，你们要做音乐一定要找老师，知道吗？找起来，好，聪明人就是要找 double， 知道吗？真的啦，每次唱，每次赞叹，就是说，哇靠，所谓的量身定做真的是这样子。我公开没有吃嘟嘟饭，对，没有吃，我不要理你们了，我要去降落到其他老婆那边去了。这歌这么难唱，真的呀！哇靠，老师，我觉得我被变相夸烂呢。老师，你在变相夸奖我吗？好了，不得不说这首歌真的很难唱。听到就能感觉是我的，是便利商店买不到。是独一无二 original， 是真的是 original 的歌，真的，对啊，所以每次唱每次赞叹啦。而且老师会的曲风不止这些哦，你不要以为老师只会老派曲风，他是为了迎合我老派。老师那边很鬼，他流行乐也吃，然后反正什么都吃，好不好？就做音乐真的要找老师，真的带你上天堂。什么是天堂？就是这种感觉，天堂。谢谢。讲跟没讲一样。又在提高难度，就是要挑战吗？我跟你们说，老师什么都会，他就怕我不挑战，你知道吗？他就怕我不挑战而已，他就有办法做出更难的，或者简单的难的
我觉得基本上交给他都没有问题。猪猪的曲风吗？给猪猪挑战，我不要老舍，我真的不行，老舍放过我，老舍去找希尔，谢谢。我们刚刚见证的希尔，对，希尔也入围了我们这次的那个原创曲，我们希尔才女哈，我们去找他，老舍找他，拜托谢谢。叔叔最喜欢慢摇了，加9的，跟得起2，跟得起2等于2，好，我们扛把子这个猪猪，嘿，好像有点忘记怎么唱了，但是还会是纳入我的歌单里面呢，好不好？就他给猪猪对，炫技用，又油又香又炫技，好不好？好啦，我觉得我不能再待在这边了，我要让我喉咙休息了。谢谢你们啦，感谢今天用很迂回的方式赞助了近2条金砖，谢谢你们，你们这些迂回的大佬，成就了朱蒂卡的频道，可以永续经营，这个就是永续，知道吗？好像直销，感谢你们的永续，感谢你们的迂回，感谢你们的爱，好不好？然后再次宣传，今天 Wear Force Online 上线，好 ，Wear Force Online 上线，欢迎可以登录进去找朱蒂卡的摊位。那猪猪因为可能下个礼拜要忙演唱会，所以我会把演唱会的事务先摆在最前面，所以一整个礼拜基本上会突发。但是呢，礼拜四我会开台，因为有一个牛妈出手很下趴的东西，要请大家有机会有兴趣预定起来咯，好不好？好不好？就是下趴的东西。如果有喜欢就欢迎预定起来。以上でございます，谢谢大家，好不好？我们妞妈出手就知道有没有，谢谢大家。然后我们要去，我看一下现在有谁，我们去找皮熊，可爱的皮熊，知道是谁了吗？皮熊一样有入围，我们非常非常有才的皮熊，有才的皮熊，很可爱。好的。刚下多啦，对啦，刚下多啦，这句话是我要跟老师说的哈。谢谢大家，谢谢。OK， 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ニピ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马去找可爱的ニピ，可爱的皮熊，我没有在凑他，他很可爱，超可爱，好不好？我们这次一样有入围年度女皮奖的皮熊，可爱的ニピ奖。好啦，谢谢你们。然后，好，谢谢你们。除了谢谢还是谢谢。また詰まってる私の言葉が，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啦，幻化成谢谢。总之之后也是继续跟猪猪一起推广最本土、最台湾味的这个各方面的歌曲啊、BGM 啊，或者是配信吧。谢谢你们，要好好休息哦。お疲れ様です。また来週会いましょう。我们下个礼拜见。如果下礼拜不见，那就11月9号见啦！谢谢你各位，把票买起来，最后的催票交给大家，拜拜。お疲れ様，你皮我来了。